好，各位线顶空中的朋友，佮有参加YouTube 直播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吼。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也是这个打狗台语开讲社的副社长。我是志平。咱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今仔日的咱台文博览会2021台语文学系的讲座。咱这个讲座呢，咱是由咱的主办单位是这个台文博览会打狗台语开讲社。佮有咱高雄文学馆做伙联合主办的。咱即个讲座，咱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带大家来熟悉咱台湾人非常青分非常青疏的即个台语的文学吼。互大家知影咱这了解咱这台语文学澎湃的历史过程。所以咱即个名，甲特别号做即个来去台语文学的山顶园，就是要带大家来去牢牢的来品看卖即个台语文学的气味。所以咱伫咧即一档咧，咱特别准备四大主题，就是四季四大主题。咱逐个月拢有咱这台语文学的讲座。咱为咱的台语囡仔文学开始，咱即个过来就是咱台语百活动历史的即个书写系统白话字的文学。咱即季的主题咧，咱特别邀请到咱即马咱现主是用台文咧实践创作的一寡作家，咱有3位作家，要来讲即个咱台文创作的起果。过来刷来咱最后一季，就是后个月开始吼，咱是咱台语文学的发展。所以希望咱有趣味的朋友刷来嘛，拢会使来关注咱的活动。咱因为咱武汉肺炎的关系咱活动为5月开始啦，咱拢已经转做即个线顶办理啊。所以其实利便大家啦，唔免出门，伫厝内就会使来报名参加咱即个活动。好，要倒位找到咱的资讯呢？咱有经营一个 fan page 迄个社团Facebook 的社团，或者打狗台语开讲社。阮的消息拢会直接放送。咱除了台语讲座，咱嘛有坐台语的活动。咱主要就是要提供一个台语的环境，想要打造一个台语友善的环境，互大家嘛非常欢迎大家拢会使来甲阮支持，来参加阮的活动。另外，阁有咱消息的放送，嘛拢会透过即个台文博览会即个fan page。咱所有活动拢会直接放送。咱针对咱过去咱为5月开始咱转做线顶办理的台语文学系列讲座的影片咱嘛拢已经有下伫即个台文博览会的YouTube 所以嘛非常欢迎大家伫咧 YouTube 顶悬拍即个台文博览会，就拢会使看到咱过去大家无看到的影片，还是讲你想要去看一摆嘛，拢会使直接找到。好，安尼咱今仔日的咱的主题啦，就是即个古台语画翁仔图。咱非常欢迎，咱邀请到咱即个陈宪君先生咱陈宪君先生，咱即个笔名叫做 THK 啦。有看到咱网友咧讲就是可能看到陈宪君，唔知影是虾米人，是看到即个 THK，就知影是啥人。伊特别出过一本非常有名的即个翁仔图的故事册啦，或者即个。伫迄条建国路上，嘛非常欢迎有趣味的朋友会使去甲找来看。伫咧咱要甲时间交互咱宪君兄进前我则简单甲大家提醒，咱伫咧咱收看 YouTube 的朋友咱伫咧咱 YouTube 的正手边的画面有一个留言区大家若有等下伫咧活动咧进行的过程中，若有任何想要甲讲者做互动的，也是任何的问题、任何的想法，拢会使直接留言。伫咧活动的上尾，我会整理这个问题，会代替大家来提问。好，安尼咱刷落来，咱就甲时间交互咱的宪君兄。宪君兄你好。好，是大家好。迄落今仔风台一摆南部遮是无啥风雨啦。我早时台南遮个出日头，毋知东部甲北部遐情形安怎迄落感谢迄个台文博览会开讲社甲文学馆遮开时间开精神办即个活动无去请我来分享一寡家己的想法，互大家做参考迄个陈宪君我本名迄阵 THK 随想讲笔名嘛，无算笔名啦，因为就是签名，我就是签头3个字无安尼啦。毋过足侪人毋知影嘿。古早时代伫 FB 我迄阵佫伫遐时阵，佫有人讲我 THK 是迄落日本 NHK 毋过啥物无伫台好
迄个今仔日我准备物件，我分享我的画面吼，需要等一下。我今日就开始今仔我要讲的物件吼，我题目叫做古台语画红仔图。尾我想讲，迄阵应该甲台语换做台湾吼，安尼台湾话，迄个话有两种意思吼，一种是讲话，一种是画图的画吼。迄个。即个过往活动，我昨昏去你看，我感觉爱笑。迄个我去迄个 FB 遐看啦，因为我即马，我即几档拢家己做认真咧，甲家己洗脑。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用台语吼，用台语去画物件去做创作吼，你家己头壳内底上称赞的物件，你就是爱用台湾人的思考去想代志。所以我就是甲家己训练讲，看外口的迄空放的字。大部分拢嘛汉字吼，我看到即两档，我开始有法度讲，我看到汉字，我头壳内底是想台语，我毋是搁想中文。所以刚看到过往，我就感觉爱笑，过往就等伊吼，翘起的活动。好再笑话先莫讲。咱伫迄个一开始今仔日要讲的物件，有哪共款啦吼，就是大开始我创作的迄个过程，甲我一寡思考的转变吼，甲我即摆的想法。遮空色的这个字是伫迄个啥活动页面顶悬有写的内容吼，我是看感慨啊！我讲我望咱未来有一天吼，空色这个字免去讲，什么意思？就是讲，咱若台湾人，咱要画图，咱免超工讲，我就是用台语咧画，我毋免超工安尼讲，因为本地我就是讲一种话，我就是过一种生活吼。所以，毋茫讲后摆咱免去超工要讲，要强调一件代志。即个古代，即个古吼，即我有哪进前伫 FB 迄个时代共学着的。下骹才有找互大家做参考啦。总之参考应该共款毋知即个意思吼，就是干那挖靠一项物件吼，叫做古。所以意思就是讲，要安怎讲？我今仔日若是一个永存的台湾人。中华民国政府无来，我嘛无可能去讲我出世入去学校就是学中文，我有哪用台湾话咧理解这个世界。安尼我要创作我这个物件的时阵，现代化物件的时阵，我会安怎去做吼？我敢会像即马讲，因为头壳内底有中文刻掉会当着这个困难。讲到台语，可能嘛有朋友毋知影讲，我这头前这当一个我家己的背景的介绍吼，安尼互大家会当较了解我的想法。就是我迄阵入大学的时阵吼，伫成大咧读册，迄阵拄啊外文系，成大外文系，迄阵还无台文系吼。外文系一个教授是教授吼，伊开一门叫台语研究通识课啦。迄阵就想讲，台语我就做教的啊吼，家己感觉家己做教，因为自细伫厝内安尼讲，通识课大家拢要拣两个去挑两个较好趁啊吼。我就想安尼，我来读即个台语研究。入去甲遐较知影讲，伊是咧教一种我毋捌读过的物件，吼，叫做教会罗马字，就是咧讲白话字。倒手边是迄阵教授伊家己用手写印互阮的迄个 handout。即张我真够老的吼，迄刚摕出来翕的。你嘛会当看到伊即系统有哪足久的吼，迄个字、迄个音，佮有 TS 的迄个开头，迄个字音吼，伊阵嘛有介绍即个物件。阮是用正用即个课本吼，迄课本内底生做即个型。即摆看感觉足简单的啊啦。迄阵咧读的时阵，阮读甲一个头两粒步吼。毋过我迄阵我有一个印象是，虽然讲我读即个课程的过程，即认即个罗马字足艰苦学一段时间较学起来。迄阵迄个中文汉字别伤调吼。毋过我迄阵就知影讲吼，原来即门课是要教阮一套已经伫台湾足有历史的罗马字系统。你会晓讲就会晓写，迄阵我足欢喜的。我参有个人毋是，有个人是看着种就讲黑白来台语，较会当用一种英文字写吼。迄毋是英文字啦。迄阵所以我学了，自迄阵开始。20几档前学着即个系统了，一直到即10档内有足侪机会，豆去甲捡转来认真用。当然对我诚做一个台湾人有足大的路用吼。好我会互大家伫网络互大家熟悉，有一个就是政治的红仔图。政治红仔图，大家若较知影，有咧会当看到即个直播的人，朋友应该拢是对面册屏熟悉我的吼。毋过，事实上，佫伫面这个较进前伫阿扁迄个时代吼，
台湾的迄个网络的政治论坛，我知影的有几个较大的，一个就是我定咧去的，叫做干媒体对抗，一个是台湾地党，一个南方快报吼，即几档讲冇人听有啊，嘿，足寂寞的。迄阵我就用我家己的名君啊，即个外号吼做笔名，即个真笔名。大家当看到下骹2003年18当前话，这是我第一张伫网络顶悬发表的政治红仔图。有那伫迄个干媒体对抗迄个网站打，就开始有人注意到讲，就鼓励我啦，感觉我画了做好安，还就继续开始画到即马呢。迄阵嘛捌出一本册吼，这本册我迄天去看，佫有，伊佫买着，毋过我咧讲对应过来战友较歹势啦吼，内底插图是我画的，毋过规本拢中文的吼，毋免无采钱吼，钱先起买台语的册就好啊。我嘛捌画过彩色的图较少，大家较毋知影。迄阵这是2014年的代志啊，做后壁就是马英迄阵电马英九做市长的吼，你骂马英九骂国民党，大家拢家己拍爆啊。毋过你若讲到中华民国，大家来断线吼。若真正伫面册开始，互大家看到是即张图，会用看迄个2014年318过3工我画一张图。就开始做侪人转，就开始做侪人注意到吼。豆就是原来头拄仔智玲有讲，有尾仔出版社找我出一本政治红仔册吼，迄单会阁讲着。经过3档外，我就感觉面册即个所在真正是足浪费我的时间吼。迄阵嘛豆仔感觉着讲，我无想要阁开时间伫中文的世界，踮遐插步兵吼。我应该甲我的精神、甲我的气力放伫台湾的即个。台语的即个物件，尾迄阵2017年较年底迄阵，我就决心要离开面册，吼，遐个 fan page 我就无爱管，尾我就直甲我的 ID 抬掉，所以即摆应该是找无啊。讲到出册吼，头拄仔迄本甲媒体对抗，迄是足久以前的第一本，我画插图。尾即几档嘛捌帮人接一个惊帮人画。迄个册配就是正手柄下骹迄本吼，迄内底内容是翻译的册，从我毋是我做的，册配是我画。家己正经出册吼是一本，伫迄条建国的路，大家可以注意到，那对我较熟的朋友知影讲，我即2-3档是对迄个华教部迄套罗马字吼足感冒的，我反对大家去学迄套吼，你要学你就学白话字就好，毋过你会当注意到，迄阵我就上迄套。因为迄阵我这算是一个记录啦吼，开足侪开力出一本册记录家己迄阵少年毋捌代志的过程嘛袂歹算。迄阵我就想讲，我参足侪人共款，感觉讲台语若要活落去吼，爱靠政府，爱靠官方资源，爱靠标准化。无即几档发觉着，即拢加无用的吼。有机会佫参大家讲这物件，爱靠家己啦吼，爱靠家己。即本册共款头拄仔制定嘛。有甲大家推荐讲，会当去找来看觅吼。我有共款，要讲歹势吼。即本册敢若册配100字是台语尔，内底拢中文。所以我讲我出册出了，迄阵拢完全袂想着，就甲伫网络顶悬嘛是咧说台语哦，讲家己是台湾人。毋过我出一本政治的红仔册，读到内底完全无想着讲我爱用台语去出一本册无。敢若册配呢吼，这是我现主是上界看袂起的即种册吼，敢若册配墨一个台语，讲家己是台语作家吼，这讲袂开袂通过，所以大家会当去起来看，毋过内底拢中文吼，先甲大家讲。好，所以迄阵我伫即个活动送讲这个小解时阵吼，我迄阵就捌写一句话吼，我讲我出一本红仔册吼，正红仔册精神了后，才发现着讲，内容全拢是中文吼。所以对做工对大家社会真失礼吼，开遐济时间，结果出一本中文册。我毋望未来吼，会当个用真正用台湾话去画较济红仔图，互大人囡仔看拢好吼。讲到我上想要做的代志，就是画即种连环的红仔图吼。即个故事是我高中的时阵读到内底想的，一直到读已经到出社会较有时间甲画出来。迄阵这日记有写2012年的时阵。迄阵甲画了的，即底这敢若5页、4-5页尔。即个飘头的名吼，标题叫做“铁头的店”吼，听不店。迄阵我会安尼号，就是因为即3个字，
英文你若甲倒起嘛是 PET 吼，就是规组字就是 PET 啦吼。啊，这是咧讲一个故事，讲一个囡仔甲因老爸吼去迄落迄店内底啊，看足侪足机卡诶迄动物吼，啊就想要买，伊就甲因老爸比讲，吼我要即个，啊因老爸就去问头家讲，啊你这安怎卖啦吼？哦啊，遮我去讲一个，我画连环诶红仔图吼，这是我个人诶想法吼，因为我一直想讲，罗马字系统照即个大部分地球人诶惯势就是对倒边换诶写到正边，啊，照我知影欧美诶红仔图连环红仔图，因嘛是对倒边到正边，啊正边到倒边是日本式诶，较会对正边画过来，所以大家若注意看吼，我倒手边是第一啊，正手边是第二啊，啊我逐页内底分镜吼是对倒边看过，毋是对正边看过，哦，所以我诶顺序是安尼看落来。啊来就是头家就甲讲啊，这迄落，这对即种野生诶吼，这足济啊，拢去掠来，啊足好饲诶，啊因会当掠当去饲看觅，哦啊因就掠4、5只当去，哦啊这就是迄个目标诶目睭吼，啊用信用卡买足欢喜诶，结果上尾啊，即个爸仔囝毋是人吼，我即个故事就是头前我超工拢无画着遮个人诶目睭，啊尾若是迄种独眼诶人啦吼。啊，因诶目睭拄参这蠍仔诶目睭共款，伊蠍仔目睭真正生安尼吼，伊诶乌真正是生足奇怪，样足趣味诶。啊，有办法安尼。即个我画即个故事就是想着古早时代迄种因西洋迄边迄故事迄种奇人，大只敢一个目睭迄种，我就用迄来画。啊，即个故事上尾仔诶结局我无迄一两页我就无打出来吼，迄就是内底遮就是咱即种人，啊，互人掠去做动物安尼卖，互人去饲去佚佗吼。啊，内底就是一堆公诶母诶人类安尼吼，啊，迄就是迄种我画诶故事。啊，我要讲一个，我家己倒转看嘛，感觉足奇怪诶代志。迄阵2012年，我就知影家己要用全台语画即种故事。毋过毋知影是安怎，我咧画政治红仔图时，我头壳内底完全袂去想即件代志吼，足奇怪，我真正想袂晓。啊，这是即个故事足无彩，我甲即个故事无缘吼，画敢若开始画就结束啊。这我伫别场之前嘛捌讲过，迄个顶个月诶活动是杜新良先生，我讲台南人这边诶作家吼，足够写故事，我最爱看伊写故事。啊，迄阵伊就有一个故事叫阿芬，啊，迄阵有哪有某协会来找讲要甲这画做红仔册吼，去推广啦吼，去互较侪人看。啊，阵我就开始画，这是算草稿，我就开始画哦。画迄个男主角啦，啊想着过去细汉伫迄落，阮台南湾里万年灯遐附近诶海边啊吼，啊参女主角细汉诶时阵就是熟悉啦，啊对伫学校诶代志啦、等等啦，啊来去吼，啊画到一半，我是安怎无画？我迄阵当咧观念当咧转变，就是讲，我常想着讲，毋对。因迄阵协会要求即个出版品，因为是出版品，是政府出参，可能阮有摕政府诶资源，还是安怎？啊是讲协会因本身就是有哪对标准化足坚持，因就感觉因要出来就是用迄个中华民国教育部诶字迄个字诶系统。啊，我画到一半，迄阵我观念已经毋是安尼啊，我感觉安尼袂使，我开遮侪开力画遮图，甲信用诶故事转做分镜，啊去想去画，迄开落时间就济哦。啊，我是安怎要开一个时间去帮赞一个我反对诶系统。我就参协会遐有小可迄个参详，想讲敢会当用无共形式，想讲即本册出偌久以后，会当互我伫网络放白话字诶版本，还是讲即本册敢有机会出两种文字诶版本？因足侪台语诶册嘛是安尼出吼，汉字版啊、汉语版等等安尼。啊，尾因是感觉无爱啊，我无讲安尼我嘛无法度歹势，我就无法度继续画吼。啊，即个故事尾安尼我嘛毋知影，这是一个好故事，我足想要甲即个画好了吼。啊，我本身的正业是工程师吼，写电脑程序的一寡物件。啊，画图实际上是我的正业，啊，我嘛毋知人职业的，尤其像日本因迄画红仔图的人，职业是安怎做？毋过我拢会先画两解草稿啦吼，一解就是倒手边这足紧，甲人的镜头啦，要讲啥物话啦，安排好势。啊，正边即个是我会真正较认真去画第二解草稿，即个过程是要确定讲我画出来迄种感觉，迄个镜头敢是我要安尼，所以较高工。
过来，我嘛是有一个网络台，这嘛是大家拢会介绍拢讲着，内底拢是专台语的物件咧讲吼。即2-3档因为种种个人的因素拢一直无咧囥新的影片，敢若前一阵仔有个画一本，画一个叫做露西的故事，我后半段会来讲即个故事。囥起来安尼尔，所以说一档拢囥一个影片吼，这介歹势。好，倒转来到现在，我会去用一个 YouTube 的网络台是，迄阵伫 FB 的时代，有独派朋友咧讲，念讲，迄阵大家开始已经都有注意到讲，爱用白话字，爱用台语来正做台湾人一种认同的基础。有说一朋友咧讲，白话字看起来足歹学的看拢无啊。我迄阵因为我已经会晓，我知影讲这是心理问题。迄阵我就甲大家讲，不要紧，无我来录影片，大家参考看卖。自迄阵开始吼，自2010迄阵为着要录迄个影片，迄教学的影片，开始设迄个网络台，迄2-3档就逐渐囥新的影片起安尼。毋过即个红仔图，大家会当注意到，今仔要斗当的今个主题吼。迄阵我敢若想要说台语，毋过我的作品我写的字，我的宣传全部拢用中文写。迄阵慢慢有碰到迄种可能对我真有意见的网友，迄我无熟悉吼，伫一寡活动下骹算咧口说啦吼，甲我讲，就甲人讲即个作者吼，伊会甲你讲哦，伊会反对汉字啦，伊会甲你讲用罗马字写啦，毋过伊嘛是用中文咧说台语啦。事实上，我感觉伊讲了完全正确吼，尾我家己观念转来，伊讲是对的。是安怎安尼呢？我用台语要画红仔图，第一个困难点就是惊人看无。迄阵足惊人看无，所以就开始想一寡办法吼。上早是安尼，这日期是2016年5tháng前的年底吼，12月底。迄阵我画图就是想讲，我就是要说白话字嘛吼，要较侪人看到看有，佮惊人看无，我较佮逐个迄个逐句话下骹佮注中文，像安尼吼，这是上早一开始的做法，嘛是足自然的做法啦，毋过足够工的啦。伫一寡，毋过迄阵我一直感觉安尼怪怪，我佮毋敢无写中文互看。敢若伫一寡图像即种的，一看就大概知影吼，人咧约钱约袂着足忝的。像即种图顶悬的，这人佮看无嘛，大概知影意思。我这全部拢是敢若写迄个台语的罗马字，无佮去注中文。迄阵嘛有段时间就是我迄阵已经开始家己真正有认真思考，什么会叫做台湾人，什么会叫做台湾的创作吼。家己想一寡笑亏的物件，就真正拢用台语咧想吼。像倒手柄即个就是迄阵，顶悬即台是消防局内底消防车吼，下骹是咧那消防的消防车，像即种的吼，我家己感觉介好笑啦，大家有感觉好笑无？正手柄是像讲关公。边个刻一个来翕相的，叫做关公刻，就是安尼吼，拢讲一种一寡较冷的笑话安尼。尾到2018年，大家当看这时间吼，我一直开始咧减少中文的影响吼。迄阵我开始安怎做呢？标题甲内底内容文字，我用全罗马字写。毋过伫本图即个主角内底，主要即张图内底，我嘛是会注中文，因为我嘛是佮惊人看无吼，我佮足惊人看无的。一直到什么时阵呢？即张2018年底，我毋知迄阵我嘛袂记我安怎想，我就正式看过，我讲中文看无，罗马字看无，就看无啊。我无需要搁开时间写中文互你看有，因为你嘛是永远人拢笨蛋，你永远会挖靠中文，你迄个罗马字你就是无认真去学，你就是袂晓。你个一百档你嘛学袂起来。我若敢若写罗马字，你看无？毋过你感觉这个物件对你重要，我相信就会认真去想要学起来，想要去找资料去学。当然你讲即种人少啊，少袂要紧。我即几档有一做深的体会就是，你一件代志要成功吼，毋免甲饼做好大，你去找着迄几个知影你的饼好食的人就好，吼，还是有人内底，甚至个人会感觉讲，我来参你做饼。你找着一两个啊。认真的人，较会找100-200个，敢若来遮奋斗游的吼，这是我的体会。那分享互大家吼，分享互大家咧说台语的人吼，免想遐济。所以
我想讲，台湾人讲台湾话啊吼，即句话，我几若当前听到即句话，我感觉即句话足无妥当诶，感觉讲哦，你若像咧反对其他诶语言还是其他族群吼。毋过实际上，即句话足单纯诶吼，什物人讲什物话，即句话叫足单纯。嘛有人会开始找一寡理由，来合理化，讲，互家己较安心啦吼，莫互人来骂讲啊，你著是什物种法西斯诶人，什物迄种诶吼，所以咧开始想讲，是安那台湾人来讲台湾人，开始想理由，足奇怪哦。哦，人就是爱食饭，食饭无食饭会枵死。台湾人毋讲台湾话，无去讲什物话，毋过就是爱想。所以，我迄阵嘛有即个问题，我一直感觉讲，台语一定是爱有一寡。会当伫市场顶悬吼，市场哦，即两个字足歹。我一定爱会当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一定爱有好的物件，伊才值得咱去送。伊一定爱高尚到一个程度，爱文雅到一个程度，咱才应该去保留即个语言。毋过考一年转来吼，我即摆体会是，遮拢是他者的观点，毋是你家己本身。就是讲较歹听啦，今仔日我即个人要活落来，咁讲我著爱生得水，互别人感觉我足好看，我就要活了，啊无我咧去试好啊吼，无可能安尼嘛吼。所以过去的我甲足侪人，甲现主持，我相信嘛，甲足侪人伊会调伫一个无必，我感觉是无必要的观念，就是讲啊，就是台语就是足水的啦吼，足文足雅的，所以咱爱甲保守安尼吼。啊，正我要讲到这呢，这是我用台语全台湾话创作的第二个坎。这坎我嘛听一两档有，就是这张图2017年迄阵画，迄阵我有一个心理上转袂过，是讲我是感觉讲台湾话的人应该拢是好人，是有水准的人，是有知识的人。啊，若歹的角色，我就互因去讲中文，我就。做册中文的嘛吼，做册中国人的，我就互因去讲。所以这张图内底就是正手边的一堆查甫人，哦，咧开讲了，咧讲做兵吼，咧比看张做兵较惨吼。啊，这两边这两个查囡仔咧，我就用全罗代表因咧讲台语吼，因感觉讲奇怪，啊，这查甫人拢无啥通等啊，干来当等一种足可怜的代志吼。啊，写错，咱迄阵足侪人伫下甲我反对啊，尤其查甫的吼，有的人就是像正手边安尼。这世人无啥物会当等，干会当比讲啊，我迄阵比你较惨啦吼。啊，迄阵嘛会像安尼，角色迄个角色啦，毋是本地，毋是讲台湾话的角色，我就无法度互伊讲台湾话。哦，迄阵我的心理的坎是安尼。以即张来讲，迄阵要讲两边的中国政府吼，就是即两个我拢互伊讲中国话。规篇迄阵2017年，我已经咧做认真咧想要用台语罗马字来做创作。毋过即两个角色我嘛是无法度互因讲台语，因为我感觉怪怪，因就是袂晓讲台语的人啊，我想要互因讲台语吼，啊，我嘛感觉台语对因喙讲出来那所臭气迄种感觉吼，就是迄种心理毛病啦吼，所以嘛是用中文互因写，互因讲啦吼，写中文。一直到迄年的年底2018，这12月，这拢有一期吼，这个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的一个角色。毋过我已经，你看我自头到尾全部拢甲伊。我拢互伊写，我拢用台语互伊讲啊。我角色拢用台语咧讲话啊，我拢用全号咧写。是安尼，因为迄阵我想通啊，啊，毋过即个物件有时嘛无遐困难。我想讲啥？那今仔我一个讲一个英国人，伊要用英国的文学，伊要画英国的政治红仔图，要考试因的政治人物，一定就会写英语的，毋管内底迄个角色是啥，除非有足特殊的。表现要表现内底无共伊，无伊就是毋管迄个人是虾米种人，伊一定拢用英语写伊的对话吼。啊，所以我是一个台湾人，我讲台湾话，我要画图互台湾人看，我先来就写中文。这就是我迄阵有转过来，我讲我毋管内底角色好歹哦，查甫毋管哦，老的少年，我就是拢用台湾话写，因为这确实我即个族群自然的发展应该是安尼较对。但算即摆事实上毋是吼，毋过我就想要做安尼诶代志，所以阵我就有点仔通啊，我就开始安尼做。包括迄阵2019年正月迄阵画一张图，蒋介石啦吼，啊迄个蒋经国啦吼，中华民国，这全部角色我拢互伊讲中文，歹势，拢无用中文来写，我就是互因讲台湾话，因为我即个图是台湾人画互台湾人看。
连韩国瑜嘛是哦，韩国瑜迄阵足神尔，电视全开全部拢伊个新闻吼，那话这那看到几安尼，所以就算韩国瑜我嘛是互伊讲台湾话，哦，毋免想济。啊个中华民国中国人诶国语，我嘛是互伊讲台湾话，无想遐济安尼。哦，这个牵涉到什么会是台湾人这件代志。我这个观念嘛是伫我一个朋友吼，遐学到的，迄有哪即几档的代志。即张相片内底两个主角哦，我大家思考一下吼，对一个你感觉伊开是台湾人？哦，你安怎去想讲对是台湾人？啊，对因两个有小了解人，我感觉讲啊，倒手边这个国民党的啊，中国国民党的人，我开讲伊是台湾人。啊，这手边这个较是民进党吼，本土的民进党吼，伊较是算台湾人。毋过咱若一个民族、一个族群的界线，你若是用政治来分，非常足奇怪。咱做人讲，啊，是啊，我无爱做中国人，我要做台湾人，因为台湾民主自由，会当投票吼，选家己的总统。我敢若问一句话啦吼，啊，你莫甲英国欧命党时代的台独的先辈拢当做空的，因迄阵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佫是足极权的迄种手段咧管理的时阵，迄阵台湾敢有民主自由无？应该讲中华民国啦吼，伫台湾无民主自由，伊嘛是感觉因是台湾人啊，哦，伊嘛是为即块土地拍拼啊，所以毋是用即种你会当投票，袂当投票，你有趁钱，你有好野善车，你会当自由无自由，毋是用这来分别咱的民族的界线，安尼完全走正去吼。所以从我一开始嘛转袂过来吼，这个看着我头拄讲的，我一直无度互歹的角色，也是互中国人的角色讲台湾话，就是卡伫即点吼。啊，迄阵我迄个朋友甲我开破讲啥，伊讲像嘉良家姐吼，伊是台湾人，伊讲台湾话讲啊足轻的，就是伊讲的物件就是参即块土地有连结。毋过，因为伊的政治的思想，伊是一个作风，伊叫做台奸，安尼就通啊。台湾人无人讲台湾人就是好人啊，无人讲中国人就是歹人啊吼，拢有好有歹。毋过，迄个民族的界线毋是用好人歹人来分的。啊，考一年转来，我即两天还佫想着一个足久以前我就知影的前辈吼，当然伊毋捌我啦吼。迄个董金波先生吼。即个较悬的老喙鬚的一位，伊足英国，我搁有印象咧看《自由时报》的政治红仔队时阵，拢会看到伊画的图。啊，你看连战，伊嘛是会讲台湾话啊，吼，敢若是用汉语写吼。等你掠到着一长寸半尺啦，吼，迄讲迄阵讨东山的代志啦，吼，迄足久以前的代志。所以自古以来就是拢安尼做，伊无想济，伊无像我吼，读遐济册啊。理头理用哦，啊，踮遐家己想几步哦，毋免想遐济，你就是为互台湾人看，你就是用台湾话去做就对啊。啊，所以我迄阵我想讲，啊对吼，迄阵人前辈就安尼做啊，啊我拢看无吼，看袂晓。我搁想说分享一个我迄阵的心理的转变吼。古早时代我看到伊写即种字吼，我总爱译。即个讲译会牵涉到我咧译啦，读册人较有即种问题啦。就是你一直想要有一个足标准的版本，还有一个官方制定的版本的物件，你较要信，你较感觉伊是有水准的。无那种讲民间家己斗来斗去的吼，遮斗遐斗物件，你感觉啊，迄拢无水准，迄拢无读册人咧舞的物件吼，会看人无啦。迄阵我咧看伊写这汉语，我感觉讲硬译啊，因为讲这台语敢真正安尼写吼，敢有影安尼写，啊，大家毋是拢讲台语有音无字，啊，你这字是去对创出来的，敢有一个标准？那迄阵伊这物件我拢毋捌。真正斟酌认真甲看过、甲欣赏过吼，拢会安尼啦吼，去偏向人真正台湾人的物件，啊，当然即马袂安尼啦吼。好啊，像陈怡仁先生伊画这，迄落即两本阮兜有啦吼，还佫别本红仔册，伊内底是4家红仔册，啊，大部分拢做小过做趣味的，啊嘛正经这就是我感觉这是台湾的文学作品吼，就是台湾的红仔图。我嗲几张啊，我感觉较有意思的，大家分享一下吼。像即个，伊第一家吼，伊对倒手评价，伊讲：哦，你是太阳种吼？伊讲：哦，我皮肤遐白，遐有气质，看袂出是原住民的吼。讲即种话足实的。毋过，反省我家己吼，我过去，佮有即马足侪社会上的人，嘛是安尼。我头先讲的，会感觉讲台语就是爱文雅，
爱有气质，才要去送。倒转来考一年就是有迄种安那影响着咧，免安讲。像传统就讲，像我记一个吼，有人甲你讲，嘛捌有人安尼类似安尼甲我讲啊，毋是完全是就是讲，你讲话做有，你做甲我讲，你讲的物件做有意思，还是做深，还是安怎？毋知影，我毋知影台语会当安尼讲。我感觉这有影是一体悲哀啦，这就是过去规个政治教育落来的结果。台语无可能无法度做即种诶代志啦。无过去日本时代个较进前诶台湾社会，遐济种诶生活诶活动，逐个咱诶祖公是要安怎过即个生活对无？一定是做会到诶。迄敢若是讲，咱安怎去做即个代志。所以你若甲人讲，你讲话做有水准诶，拢袂错干六条呢，看袂出来你是讲台湾诶，看袂出来是台湾人，结局袂结局袂。毋过咱有当时定定希望人倒变绑伫迄个爱有水准。爱有礼貌迄种腔内底咱家己毋知影，这嘛是大部分咧识台语诶人诶困境啦敢若是你有意识到无？这嘛该趣味。这我伫进前有另外一场地点嘛有去，迄个我有讲到，我即几冬一直咧反省家己对即块土地甲我自细汉足熟诶文化，到大汉读了册总袂记了诶物件这是其中一个我等要讲。即个两个角色讲圣诞节休困来看电影，就看人迄海报写圣诞什么特选的佳片去举头一个看，哇，十点炎落，你讲奇怪较会圣诞，较会变做是炎落十点炎落的物件我已经袂记我几若当前买即本红仔册上看着即段时我敢看有，毋过我即摆完全看有，伊是安怎安尼上无有1-20档自我读有印象开始，讲到圣诞就是想到迄个讲到要死，毋伫厝里困，出来落热说，会爬入去人厝里偷藏物件，迄个奇怪阿伯拢想到即个。讲到上帝，就想到欧洲的白人老人流喙手伫天顶甲咱看。所以迄阵我伫台南看到上帝庙的时阵，咧做人咧，我讲奇怪，上帝庙是啥物奇怪庙？咁咪是一种一间庙内底藏十字架迄种奇怪物件，结果毋是。我自细就知影，毋过袂记啊。咱玉皇上帝，咱天上帝，咱就是上帝啊！上帝讲啊，敢是我在台南迄阵做人咧，我甲翕相诶。所以尾仔看到圣诞，我就想到千秋。圣诞千秋神明生日嘛嘛有真正有人做遮好笑诶物件我去找这进前网络看到诶上帝讲圣诞千秋，毋过上帝袂当用千秋啦，爱用万岁款，还另外一件代志啊。所以我头要讲诶是，我即几冬诶反省，其中一个足大诶，我得到诶物件，我佫捡到诶物件就是，即块土地本地就有诶，毋过因为外来诶文化，也是咱伫遮受诶中华民国教育，甲我洗掉诶，我即摆佫做拍拼要甲捡到这嘛是其中一项。咱要做足侪创作，也是要甲用台语来讲足侪现代诶代志。你会当着外来语，你会当着本地咱即个语言内底无诶物件，你会当着翻译诶问题。像即个伊咧讲皮卡索皮卡索你若用中文就是即三个汉字嘛有一种方式就像咱即摆台语诶圣经过去伊拢是甲照我咧看，伊应该拢是甲中文诶汉字诶人名地名，佮翻做台语诶读音这就是转两手一种较趣味诶是咱台湾话定有诶，像即个伊迄个当地人就甲翻做壁骹蛇壁骹咧蛇什么虫伫壁骹蛇即种就是近音佮有咱台湾话本身诶物件伫内底，即个足趣味诶。像迄阵我伫别地嘛捌讲过，像 BMW， 咱就讲我自细逐个大人安尼讲，驶米零诶Benz 就是免铝诶，拢是用即种像种讲法。像这劳力，即个讲 Rolex 就是你若照中文诶，即三字去读劳力士，听起来就有哪毋是袂使啦毋过就是转一手啦。迄阵咱台湾人讲，我自细嘛是听大人讲较大，我迄趁出济手拢挂起码挂劳力，劳力就是这名标是这像这种物件这就是反映咱这个语言、咱这个文化、咱这个族群的一寡趣味的所在。像这张，伊讲 WC，
讲啊，恁变数伫倒位？甲比叫做啥？写啥？拉姆溜 C 哦，WC 啊，这 W 吼，这足济可能即下呢20-30岁以下的台湾人，较少年辈会查无吼，因为 W 就是英文就是 double 甲 U 嘛，即个 D 即个音伫台语内底，听讲古早时代有啦吼，我毋知影，啊，毋过咱现代是无即个音，什么意思呢？即个音事实上毋是的，遐定的迄个音，伊较软，伊较软较弱。所以也变成了，老是不会台湾人拢是安尼发音的哦，所以也变成拉姆溜安尼吼拉。那像咱日语的迄个啥，大丈夫，你老是不会台湾人拢讲来丈夫，会变成L 的迄个音吼。啊，这嘛是反映，你看就知影，单字人伊就是安尼大汉的，伊的语感就是安尼，伊也是讲伊自细汉到大汉，伊环境正做伊咧写即个 WC 要用。台语汉字去写时，伊会经即几个字来写，哦，正讲诶。啊，即篇是较无遐好笑，啊，毋过嘛想要甲人分享一下，即就是你创作诶人哦，做侪物件拢是你生活上诶物件，毋是你硬要经会出来哦。像即个一个阿婆讲啊，我伫做工伫款厝内吼，啊，搁着风台里，我实在有够歹命。啊，因翁这就是可能有哪破病是安那袂行啦吼，坐轮椅，叫即个老伯安那想，我嘛希望像你遐歹命啊。哦，啊，这人顾过病人诶人就知影即种感受吼，即个生活上诶一寡物件起来做创作诶来源。啊，过来要讲诶，这嘛足趣味。咱台湾诶足济足幼啊，足好耍啊！你真正爱，你伫网络要学吼，你伫册顶悬要学无才调学较少吼，你真正较拍拼去找老人讲话吼，还是偷听人迄个菜市仔阿伯阿姆讲话吼，伊就咧讲。即个通教师可能会问伊讲啊，台语诶人死去要安怎讲哦？哦，足济啦吼，得去、翘去啊，足奇怪，得去也是死，啊，翘去也是死去吼，啊，行去啦，跟去前等等，即足济吼。啊，这我嘛想着迄阵，阮老爸甲我讲过一个真正诶代志，就是阮厝边，伊伫外口公园咧运动啊、散步啊，当着阮厝边，啊，阮厝边要甲报讲吼，阮母啊做伊进前骹，已经先过去另外一边啊。去公园另一边，伊安尼甲阮老爸讲，伊讲，我恁某拄仔行去尔，阮爸甲讲，伊迄阵吼，日甲毋知要笑啊，是要甲扒落，嘿，迄行去啊，恁某拄仔行去尔，啊，即种话你毋是台湾人，你听无啦？哎呀，即个就是安尼吼，即个传教士，即个阿杜会咧讲，耶稣有大权能吼，会惊信者，会伊边啊，互稳固诶，翘久诶吼，伊个翘脚嘛吼，稳固诶得去吼，啊变水就袂惊啊，下半身袂惊，像头拄坐轮椅迄个阿伯。互变水诶行去吼，啊青面诶目睭看袂着光嘛吼，青面诶现光去，我逐个听甲惊到要死吼，啊阮迄阵嘛有一句笑话话啦吼，叫做信耶稣袂大苦，啊信主活袂久吼。好，啊，佮考转来话，安怎度一件代志？那我要讲诶，即个嘛是互我去对应着咱即马长期以来咱即个社会吼，咱即个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吼。伊伫咧讲什么叫做本土，什么叫做台湾文学，什么叫做台湾人家己诶物件。我即几档，我咧讲是台湾人诶物件，我毋是咧讲台湾人诶物件吼。我相信大家听我要讲啥。即本搁伫我诶册架啊吼，即我摕来翕诶。即本日记哦，要到30档啊，1992年7月，暑假迄阵出诶。啊，迄阵我搁咧读册，做学生啊，足欢喜讲哇。台湾有家己一本家己诶人画红仔册会当看吼，啊来去买。啊，毋过即摆去转看，感觉毋是安尼代志吼。第一，而且全国唯一吼100%纯本土诶红仔册诶创作诶杂志吼。即个全国，我相信咧听即段诶人拢知影，即个全国应该毋是迄个意思啦吼，就是全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吼。啊，即个纯本土佫较大问题，安怎讲诶？即个纯本土诶，我想着即个新台湾人，就是讲，即有哪歹定义啦吼，啊，大家家己去体会，我家己嘛甲你体会啦吼，就是啥物会较叫做台湾人吼，是伊出世伫台湾就是台湾人，吼，是讲啥物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就是台湾人，还是讲伊着爱安怎才是台湾人？啊，毋过即几档诶大困难就是台湾即个名已经对一个族群诶名变做一个国族认同诶，佫较悬诶迄个名，
意思就讲咱台湾人要争取，家就是台湾人，要讲咱讲的是台湾话，拢会互人直拄拄吼作甚的。先莫管吼，我讲我要考一两个是，什么款的创作较是台湾的文学，较是台湾的红阿图。迄本册内底吼，我显的唯一出现参台湾话有关系，就是我用空色的听起来，一个是咱咧讲的火星文啊吼，好打歹走，伊用中文的近音字去写，一个是钢胶。钢胶伊嘛有用，伊嘛有中文钢胶，毋过中文钢胶是安那伊就拍册，伊即个无甲直接写出来，是安那用台湾话钢胶就直接写出来。即种物件嘛，反映过去长期以来，咱即个社会对台湾话一种印象吼，这造成的原因，咱两边去直接去加讲吼。所以讲，这敢算本土的红仔册，我嘛毋知。这本我毋知影大家有看过无吼？应该做人有看。我是看影片是介好看，毋过我真正希望大家去看伊原著，就是本地的红仔册，会当去做啊。歹势我敢若做会着中文的，我嘛无日语的，日语我嘛看无，我敢若看英语的。这图书馆借的啦吼，伊即页吼，这若要翻译，我就嘛想解句吼，这边咱翻做台湾话用基人，这个进阶，这个讲台湾话出来，咱出来无啥物意思吼。尾仔我甲规本看了，我剧情结局遐拢看了啦。我甲，若我甲翻译做冲组的基人吼，就是一个冲组的少年家吼，为着种种的原因，做这代志的，一本袂歹看。这页吼，郑秀平这页是因内底两个角色。那我相信有人对这个故事毋是真了解，我简单讲一下吼。因这个世界内底有两种人，一种是普通的人类，就是咱一种人；一种就是因迄组的叫做 LD 啊，因迄种人，因的体质无共，因的祖先因为种种的故事的设定，因的祖先得到巨人的能力，所以因的子孙啊，所有因的子孙啊，伫某一种条件内底，拢会变做足大只迄种巨人，伊变做迄种形体了，伊就开始食人。所以长期以来，因即族的人拢用即种能力去侵占别个国家，造成足侪所在死足侪人的。尾仔因种种的过程，因种开始弱势落，互其他国家打败了。因的人种上无分做两区啦，一区走去一个海岛顶悬，甲家己关起来。有一撮人互留伫大陆迄边，留伫迄边互人囥伫集中区内底管理过生活。伫大陆内底互集中过生活，遐个人因会挂一个布条有一个图，互人知影讲，因就是迄种人，因就是迄种种族的人吼。因遐人拢互人教育讲，恁过去祖公对世界做足侪足过分的代志，所以即马恁爱赎罪。恁爱为恁即个新的国家，即个大陆的国家尽忠，做阮的好国民，替阮去卖命，去做武器。做武器，因的人会当变做巨人去食人嘛，因互当做生物武器就对啦吼。那做悲哀。上悲哀是因伫迄个大陆的集中区内底，大部分的 LD 的人，拢会像即个查某囡仔安尼讲，我是善良的 LD 啊，我毋是迄个海岛顶悬遐个足歹遐 LD 啊，所以我爱尽我的能力去效忠我即个新的国家，我爱属我祖公爱做。即个可以，我看即个故事一直想讲，咱台湾人嘛一直互人教育讲，我爱做一个有水准的台湾人。所以上早迄个时代就是安那，我莫讲台语，我爱讲中文，佮爱讲字，讲出来有腔见设，等等的物件吼，拢我一直想着迄。这故事袂歹看，大家有闲去，毋捌看过，会当去找册来看，30几本尔吼。搁一种迄落台语的创作吼，佮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会去想讲，是安那我就一定要用台湾话去做创作。有一种嘛是他者的观点，就是多元，会希望讲，即个国家内底有愈侪语言愈好吼，多元。毋过多元你斟酌去甲想啦吼，多元敢有安怎？大部分的人嘛是拢用中文咧过生活过一世人，有其他语言有啊无对来讲也无啥差别吼。是安那，我就一定爱强调多元，佮强调爱歌颂什么货。
啊，即个物件，我所来要讲的迄件，就是参创作有关系，就是讲，咱若一直甲台湾话的创作，毋管是歌啦、图啦、文字啦、小说啦，咱若拢一直去想台湾文化，想我要表现要歌颂，你来甲即个物件转做一种表演的艺术，转做一种工具化的物件，迄毋是你生活的物件，你会脱离开去，做一个哦。像我拢会，我若等高雄的陪阮母啊看迄个歌唱比赛哦，歌唱比赛一直拢安尼，一定有台语的歌唱比赛。毋过遐个参加比赛的选手还是主持人，咧讲话是足少讲台语，伊嘛是用中文咧讲，敢若唱歌迄段时间安尼，啊，佫足侪台语的歌星哦，嘛是拢安尼吼。这就是甲台湾话，毋是当做伊本地物件，伊就是敢若表演尔，迄个是表演的技师，伊表演技师，伊敢若表演即个物件，伊毋是即种人。啊，像迄个林生哦，即条歌足赞的。迄阵我就算伊尾啊有一寡行为，我感觉无解会当理解哦。毋过伊的足侪条即种参台湾历史关系，我嘛是感觉真正是无人通比啦。吼，你写甲足好诶，甲咱即个民族过去当地种诶政治啊、认同诶物件写甲足好诶吼。像这吼，迄个鬼神难分，向上来救助，你毋知你到底要效忠啥物人，等等才会痛苦吼，写甲足好。毋过你若去找因这表演的影片来看，你嘛足感慨。咧唱的时阵，用台湾话唱甲吼，台顶台骹逐个感动到要死吼。结果开场中咧讲话后壁，全部拢中文，像即段咱像我印象最深诶，伊一开始头前嘛是用中文介绍讲，煞来要唱一条歌安怎，啊唱到中就讲会晓唱诶，做伙唱，全部拢用中文咧讲吼，啊你感觉你用去，啊我就毋知逐个下骹台顶是咧。一个感动对一条的哦，你就毋是，即个语言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互你表演，互你看表演的物件尔。哦，啊，若行到即步，就我咧有当咧半滚生气吼，来家己唱的哦，环境不好哦。啊，到遮，这是前半段吼，我后壁讲我落实迄个，啊，伫这进前，我要放一个韩国人，做到画图一个韩国人。伊影片哦，啊，毋知有人看过无？我讲放大讲，即个金庸义，我嘛毋知韩国话变哪读，我歹势。伊网络那讲，因为伊上个大家看会到吼，伊画图，我毋知我先讲我大家听会到袂？伊画图是毋免拍草稿，啊，毋过我感觉伊上厉害，更毋是画图的艺术，是画图的迄个内容。伊是足有法度甲伊画图的角色内底，各种形体拢有吼。啊，要怎讲？你若有机会，去找一寡伊画图的影片来看，你会看出来伊足侪韩国传统的物件伫内底，迄民族性、民族性的物件足强的吼。啊，这段差不多3分钟，大家放轻松猛看。我一开始嘛感觉踮遐咧。无咧讲哇，迄画图画甲遐准遐水吼，啊，人画甲安尼活跳跳吼。毋过伊规个图画了，我较知影这深度真正有深哦。这看出来应该是咧画迄阵韩国有哪互日本殖民的时阵吼，同个时间台湾有哪日本帝国一部分的时阵，伊应该是咧画伊迄阵咧反抗日本政府的代志啦。看来这咱台湾的独派嘛有一点。我是感觉，咱若要成做一个健康、正常的民族甲国家吼，这件代志咱爱面对吼。我毋是讲即摆叫大家去怨叹日本人啦，毋过咱台湾人有一个足好嘛足歹的性格，就是咱会甲代志足紧就放袂记。你过去人对人歹，人对咱歹啦吼，啊只要有人佮对咱佮较歹。咱就袂记，无迄歹迄个，咱就会干那记个较后壁一个吼。顶悬是因的民众咧反抗哦，啊下骹是
日本兵啊，大家若注意看，伊个镜头接续的吼，迄顶悬下骹安尼接起来，看到这位应该看得出来。我就看到这个镜头，我按鸟的，这个人太厉害甲安尼。啊，这个影片吼，大家看是要分享几啊物件，这是咱台湾人，咱爱家己，咱爱安怎才我都画出才有民族性、才有文化性的物件吼。这是我一个画图的人，逐工拢用家己吼。过来是太极、八卦，足侪独派的人会感觉这中国物件歹合。不过我即摆咧看是安尼吼，这个是韩国国，韩国国。好，哦，安尼，好歹势啊！我要问一句话，拄我影片咧放的过程，我讲的话，恁遐敢听会着？毕竟你遐敢听会着我头拄仔咧讲的话？我只听是详细，无问题。有啊，吼，差不多伫影片过程讲的话，恁有听着啦吼？有听着。好，安尼我就免阁加讲啊。所以头拄仔咧讲的迄段是讲，像八卦，也是迄落太极即种物件，无毋对啊。迄是看起来对西洋人来讲，因分袂清楚咱东洋即边的国家民族啊，因分袂清楚。所以咱看欧洲、美国，咱嘛感觉因就是一国安尼吼。啊，即个物件我过去嘛是会做无爱惜的物件，我感觉讲即种中国的物件，捌着中国的物件拢无好物吼，啊会影响我对家己的认同。毋过我迄阵那个当进前有另外一个网络熟识好朋友，伊甲我讲另外一个观念，伊讲，伊咧讲反认同即个物件啦，就是。什么物件是你？伊就问我，伊迄阵问我一个问题，伊讲台湾的刀柄是啥物货？迄阵我讲，敢是中国？伊安怎甲我讲？伊讲台湾无刀柄的物件。安尼佫听无诶？我以我尾仔了解来讲，互大家听。我尾仔家己的理解就是，我若问讲，我即个人的刀柄是啥物件？我后空毋是，我即个人的刀柄，我无即个人的刀柄，毋是我无一个相反的我。无，我就是我，就是我的存在，甲我的定义，无需要靠别项物件来定义我这个人吼。我的生活毋免共款，就是什么货是台湾的物件，你无需要讲甲中国无共，较是台湾物件，咱毋免安尼定义，安尼嘛足奇怪。所以咧讲过去咱祖公啊拜的神做的代志，生活的文化，拜玉皇大帝、大天尊，什么货种种的物件。确实，参中国的来源有关的，迄是有关咯。人韩国人嘛是感觉迄是因的物件，人袂去闪即个物件，迄就是我的物件，我就是要摕出来展啊，我展出我家己的特色啊。哦，这较是健康的吼，你较袂讲一直这吸着中国的毒掉，这吸中国无爱。到尾你会作虚的啦吼，你会变成啥物货拢无，你毋知你本地物件是啥物货吼。好啊，后半段我足紧吼。无，我这无要讲看影片吼，我相信若会来听即场的朋友，应该拢有看过即个影片吼。啊，即我迄落，即个故事我有哪几啊当前伫头壳内底有一个足简单的起头，啊，尾啊今年册开始画甲画做安尼完整的一个故事吼。啊，图是我画的，啊，配音是我叫阮大汉后生配音的吼，叫罗斯吼，这是个罗，这是个罗斯。啊，我开个跳动一下，吼，我会想要来。讲我即个故事的理由是，我画图的习惯是，我会创作一个物件伫图内底吼。啊，毋过种物件，若无我家己出来讲，应该是大家应该袂去注意着啦。啊，当然即个故事嘛是我家己的一个生活的记录吼。有一寡内底是我实际的生活体验，啊，一寡毋是假的，我做故事的，啊，拢总甲人做伙画。啊，即故事内底吼，迄阵我设定一个囡仔，4岁，差不多4岁囡仔叫阿仔，吼，啊，就讲。人才的才吼，毋是多才的才吼。啊，内底角色主要有因阿公甲因阿嬷，因阿公阿嬷就是顾花顾草去兼顾伊吼。啊，佮因老爸甲老母，啊，伫遮大家就注意到因老爸老母看起就像机器人吼。迄阵我就是因为我上早即个故事就是要批判现代工业社会吼。那有咧食头路应该拢有种感受啦。你一工内底上精华、上精神的时间。
对你起床，甲你去公司，甲你的时间卖互公司换一顿3顿饱，下班你人会忝啊。你一天内底上届会当做代志的时间，拢卖互公司。你一世人上用的时间，我都独立对这个社会会当伫社会走动。到你老袂行、袂顶、袂当进前，这段时间你嘛是卖互公司。想起那比个人，你就是规世人拢卖，甲家己卖互另外替别人趁钱，啊，家己换一寡薪水，倒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吼。啊，所以咱人有啥物像机器啊？啊，工业革命了，有机械入来，咱人事实上足侪所在的工厂，人颠倒无较轻松，因为机器24点钟咧走，你变成人爱去配合机器，毋是机器来帮助讨白咱人的劳力的迄个生活，毋是倒变咱颠倒愈食力，就像即摆我的工课，电脑我的工课电脑会当做，有网络会当做，所以安怎下班嘛是会当做。会当做就是表示有当时你嘛是爱做，你无迄个理由，像古早时代连电火嘛无，你暗时你就是就无电啊，无电火啊，什么代志袂当做，册嘛袂当看，就困啊，吼。即摆社会无都安尼吼，所以愈进步无一定大家较快活，无一定，所以就甲因老爸老母画做机器人，表示已经社会化吼。这是我迄阵，还是我迄阵画图的设计一个想法。啊，佮即个。即个囡仔用因囡仔角度咧讲，因老母要出门进前吼，拢得爱化妆、爱化妆。啊，讲伊就像讲是安尼开这个时间，踮遐画吼，啊画安尼意思是啥？因老母甲讲安尼较有礼貌啦吼。啊，这嘛是我感觉，我即张是要讲，当然啦吼，我是查甫人，我毋是查某人，我敢若当照我体会去讲，就是安怎咱大部分的社会敢若要求查某人爱画好水水，查甫人毋免。我今日为何水出来，我警察来扣起我这样，人跟不人讲这人怪怪。我感觉这就是一体咱现代足侪文明社会吼，对女性的集体压迫，啊，地久大家变惯势，甚至有的所在会感觉这就是必然的，这应该爱做的。查某人出门就是爱，袂当安尼讲，面拢无画，我敢袂当清清气气、健康清气出门就好了，一定爱化妆。一定要化妆安尼，啊，这个背景是做一个目睭，这背景做目睭，啊，这白色的就是伊的目睭人，啊，全部拢看对因老母这边来哦，这我就是要表达讲，社会拢咧甲你看，看你有画好装好水水无啦，吼，看你有好好啊教囝无啦，吼，看你有配恁翁相无啦，吼，看你有风台恁大爸大官无啦，吼，查某人的责任伤大吼。啊，即两张我伫影片内底，因为我技术关系，我无多甲加做安尼吼。即两张机，我迄阵真正有想过讲，若有出版社物件，死个要来找我出册吼。我迄阵有想过，即两页是合做伙，就是天开，就是像真大家看到安尼。所以即两页是连做伙画的吼。倒手边因老母看见讲，囡仔讲啊，阮母啊就讲安尼画较有礼貌啊，大家拢讲囡仔有礼貌，我就起来画吼。结果因老母总掠讲哦，你摕我迄几双上面NG哦，画甲安尼。啊，因老爸哦，因阿嬷哦，拢紧张的啊，吼，老母起性地。啊，毋过因阿公毋是咧笑因老母吼，我足惊有个人会误会这件代志。因阿公笑是咧笑因孙啦吼，讲因孙较会则做个则好笑啦吼，还是讲则戆啦，较会人讲有礼貌，你真正家己画甲安尼吼，安尼，所以阿公笑甲迄个喙齿拢飞出来吼，一定是安尼。啊，倒手边火山爆山，啊，这手边啦有海有水足清凉的吼，笑甲流目油安尼。啊，即张咧讲因老爸老母。下班回来足忝的，规人疲累的吼，也无时间去插伊啊啦。哦，啊，看会紧去困啊吼，囡仔紧去困啊，大人明仔载该挣一工吼。啊，这两个角色的这个有限物件，我嘛是有我想要表达的物件吼。后壁这个目睭金金的物件，共款你当甲想做是工课压力，吼，你逐工迄个工课进度啦、顶司啦、客户啦、等的人吼、同事啦，甲你创空的啦，你压力拿出来。乌野乌，迄个山洞内底野兽吼，随时拢要甲你吞去安尼吼，跳一落巴。啊，因老爸就是吼，上一工吼，头壳拢青烟啦。啊，查甫人头壳青烟尔，查某人是摸咧烧吼，为了导火也比青烟更严重吼。啊，查甫人爱去参人比气力啦，去参人上场参人震啦，所以啊手把啊水手就断去吼，所以伊正手断去。啊，因的骨带就是即个红色的，安尼一直落落来，就是规个人摕咱出来，人个
股市的指数落来安尼吼，已经规个人拢已经无力啦。老母食佫愈济吼，颔棍仔我直接话颔棍仔迄种拗长，因为查某人伫即个社会毋是干那集体一寡限制甲观念的迄种束缚尔，因佫有可能互人，我即个头长的就是有一种，因随时爱承受迄种足悬的，去互人对人格的抹杀，即种代志，就是甲你头拗长，你袂当出头，你就是查某人，袂当伤强势，你袂当安怎拄安怎，所以有迄种形式上的性命危险的迄种概念吼，所以即个我甲话安尼。佮伊胸坎遮去互人有一个手印，即大家拢知影，足侪查某人伫外口，来撞着足侪迄小猪哥吼，啥物货也是顶时也是同事吼，甲你用言语啦，较过分的骹来手来安尼吼，所以毋是干伊就是毋是流目屎尔吼，迄是摕流血出来，所以即也是要讲即个代志。即个是迄个囡仔看到因老爸老母食头路，食甲遐痛苦，想讲头路种物件可能哪屎安尼做歹食吼，所以食饭较好吼，毋可以食头路吼。吓，阮囡仔嘛，是因看我逐工上班，比较大嘛讲伊大汉无爱去上班吼。即两点我咧记录我家己细汉的物件，正手柄这是我迄阵伫阮高雄厝里我翕的，就是我细汉即组碗佫伫的吼，我自细汉到大汉即组碗我甲画伫即图内底，做一个家己的记录。即因老爸咧甲因囝讲，你著爱做一支好老师吼，开始咧甲因囝，嘛无算洗脑啦，因为因老爸真正相信即种代志吼，伊感觉咱就是爱好好尽本分吼，做即个大机器内底的小零件吼，咱细汉拢读过即种譬如的故事。伊即个镜头是去仿即个像啊，仿即个像甲画做安尼，然后说安尼就是你著生活著做有自由的啊，你著趁有钱啊，你会当过好的生活。因若讲的确实就是倒边，因若讲就是较生活要讲是无互工业社会迄落同化去的较有人性的人吼。老爸因阿公的确实就是做爱讲一寡有诶无诶吼。因老爸讲恁老爸著爱做老师啊，到着恁迄落老母吼，迄老母我著参老母诶共音近音调安尼讲吼，生你即粒路咧安尼吼。当然伊著甲囡仔讲即种查甫人诶代志啊，感觉怪怪，因阿嬷著敢若顾笑尔吼，笑甲面仔红起起啊，嘛毋知影甲因孙讲恁阿公讲迄不实诶话吼。囡仔阿嬷笑著对咧笑吼，所以因规个拢是用花。即像我讲者，因阿嬷就是红花，因阿公诶头毛我一直拢画青色诶，就是绿色诶叶啊。因翁仔某我安尼甲设定吼，即两张放做应该嘛是放做伙看。尾仔囡仔大汉啊，到5、6岁拢送幼稚园吼，到5、6岁送应该算足慢诶。阮诶同事逐个拢3岁就送迄什物托儿所迄吼。即个幼稚园诶门口，我是真正照阮巷仔遐有一间幼稚园诶门口画。好佳哉，我有翕即个相画，即个图，即间尾仔拆掉啊，因改做足新式诶吼，足水诶图，迄个老仔厝，即门拢已经无伫啊。即页我藏诶物件是即排字，幼稚园正手柄，迄个入门口，才有写5个字。我咧约大部分诶人可能毋捌看过即种字，即个字足像韩国字诶。过即个物件叫台湾字，我等下甲大家介绍吼。即5个字叫做中华幼稚园。即个网站佫伫诶，大家去拍台湾字，会当找着即个网站。伊一个台南诶老先生哦，陈松溪，应该无伫诶，伊若佫伫100外岁啊吼。伊迄阵就是去思考台语文字要安怎写。毋过看过足侪文字系统吼，我感觉即个正经系统上算足标准诶吼，大家有趣味当去看卖。即个是伊诶迄落简单诶介绍啦吼。当然嘛是用民国来咧讲诶吼。好，我要讲的是啥物货呢？我迄阵会跟即个台湾字吼，即个陈先生伊创的即个台湾字来写即个扛棒的意思是，我要互读者看即个故事的人，然后注意到即件代志，伊的感觉会参迄个细汉囡仔共款。因为咱细汉打去日报的时阵，对咱的即个环境咱足清楚的，迄中文汉字咱嘛足清楚，咱知影。有一种字，毋过咱毋知伊是啥物字，咱会看无。佫拄好会当经即个
这个系统的字来遮写，伊就真正是台湾字。这是我伫另外这个故事内底，迄个世界真正是台湾人的世界，可能大家就是用真正家己有一套迄个通用的台湾字系统咧过生活，爱就安尼写。啊，毋过囡仔伊还未学遮济，去看无吼，啊，互大家去感受迄种有字看无迄种感受吼。啊，尾仔因阿公有哪有甲有参囡仔继续咧佚佗啦，吼咧讲，啊囡仔就讲，啊爸爸叫我去遐学规矩啦，吼。啊，若讲啊，去遐是交朋友的啦，你若要学规矩吼，也是要做一支好老师吼，老师是工厂咧做，毋是学校咧做。毋过大部分的学校，现代化的学校，就是做成工厂，就是制作会当用的机器人出来吼。这是咧讲这个代志。啊，尾仔因阿公就咧怨叹讲，拼规世人吼，迄个因后生干那踮遐咧坚孙爱做一支好老师吼，就怨叹讲拼规世人栽培一支老师。啊，即阵伊拄伫因兜的茶壁咧锁一支老师吼。啊，只要因阿嬷咧讲囝孙有囝孙的福气吼，免伤操啊，伊咧拜佛祖。啊，这种其实是咧讲，咧暗示讲因兜有出代志啊，所以阿嬷。迄落咧甲佛祖拜托佛祖保庇吼，啊代志就是阿公迄阵可能是破病啦，还是出什物货啦，吼大意外啊就过身啊。啊，则讲甲顶伫壁顶的吼是一支螺丝吼，你讲伊个恁栽培一支螺丝，啊个螺丝顶伫壁顶，即个螺丝就是头前伊家己咧做迄支吼，我是安尼画安尼设计。啊，尾仔囡仔。迄个阿仔，咱即个主角吼，伊迄阵佫伤细汉，伊毋知过身是啥，伊就问大人，啊大人甲讲，会甲安慰啦吼，讲啊你做仙啊啦吼，无病苦痛吼，去做仙啊，做神啊。啊嘛有人讲，阿公就是佫去出世啊啦吼，出世后世人啊啦，啊毋知出世伫倒位毋知影啊。啊囡仔参阿公做好啊，伊就想讲，啊毋知阿公会佫转来出世做我阿公袂啦吼，伊毋知迄种大人囡仔关系吼，伊安尼想啦吼，毋知佫来出世做我阿公袂。啊过来。囡仔出世啊，伊个一个，这我无设定是弟弟啊妹妹吼，我无设定，就是一个囡仔，因兜第二囡仔出世啊。啊，伊遮有写啥呢？我5岁，我即马是哥哥啊。逐个，我进前逐页吼，我字拢会写伫边啊，写伫顶下。以后我调工干字写伫正中是安怎？那厝内有2个以上囡仔吼，也是听人讲的，你就知影。后壁囡仔出世，头前个囡仔。有一段，一般来讲有一段压力的时期，安怎讲？因大人会顾细汉的，啊，伊感觉啊，你已经大汉啊，你莫搁踮遐花啊，莫搁踮遐乱啊，会造成大汉的迄个压力所大的。啊，所以我即个是调工安尼做，就是因老爸老母的注意力基本拢伫即个细汉囝身躯顶。啊，即个大汉伊就是硬要插入来中，伊硬要强调讲我是哥哥啊，大家注意我吼。所以我甲迄句话写伫正中，就是这个意思。啊，搁来唱一个，这我无讲嘛，应该无人看会出来是。这个囡仔包的囡仔是青色的。啊，头前伊讲阿公毋知，搁来出世做我的阿公无？因阿公我头讲过，因阿公会色，因阿公的色字，我拢是用青色的草啊色做伊头毛的色。啊，包括头前拄仔讲到，即个背景规拢是草啊色。啊，阿公最爱粒花粒草吼，我就是用即个草啊色、青色来做因阿公的色。啊，我搁甲牵转来即个打出世囡仔身躯顶吼。啊，事实上是安那，我嘛毋知吼，大家家己想。我敢是做即个设定尔。啊，尾仔囡仔豆大汉啊吼，开始入学啊、读册啊，啊认真咧做功课的。啊，大家拢甲学了吼，讲伊后摆一定做出团哦，功课顾甲做好。啊，伊遮我要讲的就是，即个目睭就是倒顶啦，我先做甲做一个做迄种未来机械的迄种设定，然后像咧。即个教育系统，即个社会哦，一直咧甲你监视，看你的表现安怎，看你有符合即个社会期待无安尼。啊，尾仔伊就要个升起来。啊，我这是咧放我英国幼稚园啊，读了要毕业的时阵，迄阵因真正有阮穿安尼吼去翕相，啊，我就甲画伫遮。啊，本地我嘛要画伊正面啊，啊，尾仔决定要画一面，这有我的理由吼。即个安尼镜头看，伊看远的所在，吼，看伊未来的前途，迄个感觉较好。啊，像遮我嘛是拢画伊的倒边即个面，因为正边的面伫上尾只要开出现。啊，即也是咧讲翕相的人咧用社会
会讲你看即家伙啊，讲哦，恁即家伙啊，囝孙做出头的啦吼，啊，足好的啦，啊，足敖的安尼。毋过，种物件敢是真重要？你敢是爱用别人来定义你家己吼？来讲即件代志，啊，这嘛是为规本故事内底出现，毋是因兜的人的镜头。所以，上尾即个镜头出来啊，就是伊的一部分，伊的正面嘛开始变做机器人啊。我要讲的是，伊就是豆豆啊，互教育系统转换做符合即个系统需要的人。啊，当然一方面嘛当讲，就是咱自细汉，像我细汉，我伫入学进前，我嘛是伫厝里毋捌讲过中文啊，讲到无人讲这啊。啊，讲台湾讲到入学开始学宝宝们，开始学中文，啊，就说，啊，有人大部分拢用说呀，啊，等大汉想着，还佫家己想办法，佫要甲捡回安尼吼。所以，即个社会化，即个机器人就是社会化迄个概念。啊，囡仔嘛一直咧想，啊，讲迄阵捌家己讲过足侪话，一直咧想啊，愈大汉想愈无，愈大汉想愈无。所以上尾我就是为影片一句用中文讲的，讲阿公甲我讲的话，我已经记袂掉啊。即个记袂掉人的意思，就是阿公甲讲过，做人的基本，你莫去做老师，你爱去做人。这是台湾话，伊嘛袂记啊，伊敢若要讲中文，这是即个结局吼。啊，所以我上尾啊，有我影片上尾就是出现螺丝即个字，螺丝伫英文内底叫 screw， 啊，螺丝拄啊好是，你会当甲 ROC 读做 raw 加 C 螺丝的近音 ，screw 伫英语内底有较粗俗的用法，就是去安尼吼去创迄个物件，所以 screw ROC， 我上尾影片的结局是安尼，嘿，啊，这我就希望甲大家解说这物件，然后我创作的物件。啊，讲这物件，这张是阮高雄厝邻吼，迄阵几若当前阮老爸搁伫的时候我翕的，迄阵应该是过年啊，正手边是阮的佛桌，啊，所以迄阵桌仔顶咧拜拜，啊，这个阮第二个吼，这我经过伊的同意吼，伊讲会使囥起来大家看吼，这迄阵拄啊岁，啊未一岁哦，迄阵搁未晓行路，啊，阮老爸嘿，啊已经断去，我都伊无托梦，我嘛毋知伊要我囥无。啊，迄个壁顶即两个，我阿公甲我阿嬷，迄我阿嬷我出世之前就无伊啊。啊，阮阿公佫有见着面的。这是我迄阵高中的时阵，甲因两个人的相画做伙哦。我高中就会晓画安尼图啊，我甲因画做伙。啊，即张相片我做爱，迄阵翕相的人是我。我迄阵翕了，我还看着讲，即张相片内底有记录阮家族一部分的物件。啊，当然无记录着阮某迄边吼，就是有本地阮老爸、阮老母因自细汉到大汉，甲因老因即种拜神拜佛的即种物件，过年时啊拜神拜佛的即个文化性的物件，有我阿公阿嬷，吼，有我老爸抱阮囝，有即种的物件记录伫内底。所以头前迄个老师的故事内底有一寡物件是我家己的实际生活经验，啊，毋过我甲拍线顶摆咧伫内底吼，所以有一寡物件是真的，啊，有无完全是真的。啊，算我家己一个人个人的故事，啊嘛是我想要甲即个社会讲的即种文化传承的物件吼，也是讲社会化去反省讲，什么会是人？啊，你有人通做，你想要去做一支螺丝吼？啊，毋过你无做螺丝，你个枵死吼，做一个枵死的人，甲做一支会叮当的螺，伫机器内底叮当的螺丝吼，毋知要安去存在。啊，所以佫考倒来一年，台湾人讲台湾话吼，其实我即两当的体会是无遐困难，无遐困难。你只要体会到什么会是你体会什么是台湾人，啊，伫即个过程你拍拼去讲台湾话，你就尽量讲，你去思考讲，古早时代咱的阿公阿嬷因进前的台湾人，因安怎过生活，因若无中文，因嘛是活了好好，啊，毋过咱因为读个内底拢中文洗掉的吼，咱就无法度。啊，我嘛希望后摆台湾人会当看台湾话，台湾人会当看台湾话，安尼，毋是干那讲台湾，佫会当看台湾话，真真正正的台湾人画的物件，互台湾人看安尼。啊，所以这是上尾一张吼，时间应该佫做有够的。迄个对我来讲，创作即个物件，伊的基础其中一个基础是语言，其中一个语言。啊，语言的基础是生活。语言的基础是生活，创作一定是对生活来的，吼，一定是你生活内底的物件。我要讲的是讲，因阵捌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感觉讲台语的就是台湾人，毋过应该是台湾人应该爱讲台语，吼，还是讲台湾人应该爱讲台湾话。我毋知即个差别大家理会到袂吼？
一个是甲语言做基础去做一个作文。我过去是安尼想啦吼，啊，毋过我即马想无完全是安尼，就是嘛袂当讲对啊毋对啦，就是我真诶想就是你想办法去过一个台湾人诶生活，啊，伫即个内底有一项足自然，就是你就是会讲台湾话，你就袂想要讲啊，我讲中文，规世人拢讲中文啊，写中文字，我就是台湾人，你会发现内底迄个冲突吼，啊，所以以上是我今仔日甲大家讲诶物件。啊，毋知影大家有要讨论啥无？时间应该阁做有够吼。好，非常多谢宪君兄吼，非常精彩分享吼。啊，咱这边咱大家会使想看卖有啥物问题，咱现场拢会使甲即个宪君兄做互动。啊，伫咧 YouTube 诶正手边，啊，大家会使直接留话。好，安尼咱先互宪君兄遮休喘一下，我先简单甲大家搁分享一下咱即系列的讲座活动。安尼大家伫咧即个时间嘛会使先想看卖吼，咱有啥物问题拢会使提问。好，安尼大家欢迎大家吼，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阮2021年台语文学系列讲座啦。啊，咱即系列活动是由台文博览会、打到台语开讲社歌有高雄文学馆所主办的。啊，咱主要就是要带大家做伙来去熟悉咱台语的文学。啊，佮有因为即部分可能台湾人拢非常的清楚吼，所以参像讲宪君仔所讲的吼，咱嘛希望讲未来毋免佮调低去讲即个物件啦。咱咧讲的台湾文学，就是咱即马咧所讲的语言。啊，伫咧现主时啦，因为台湾人对这足清楚，所以咱嘛是希望讲大家会使甲阮做伙来熟悉。所以伫咧今年啊，阮特别准备4大主题，咱为囡仔文学开始讲起，啊，佮有咱百外档历史的白话字文学，啊，佮有咱邀请一寡作家，台文作家，咱今仔日邀请到的是宪君先生吼，来讲用台语来古台语来画翁仔图的伊的一寡过程吼，啊，佮有伊的创作的理念。啊，咱后个月开始，咱有咱台语文学的发展，啊嘛非常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啊，咱即马活动吼，到12月底，到12月的活动拢会伫线顶举办、线顶进行，所以大家若要找着阮，拢会使来打到台语开讲社，这是阮伫咧Facebook 所经营的社团。啊，这个社团阮除了阮就是要打造一个讲台语的环境啦，所以咱有各种侪款台语的活动，无共款形式的啊，亲像即个讲座，也是阮明仔载嘛有办读册会，也是讲线顶的台语节目嘛，非常欢迎大家拢会使来参加来甲阮支持。也是咱台文博览会的网站，阮的活动即马目前拢会直接放送。啊，像讲咱台语文学系的讲座的影片啊，那伫咧活动结束了后，想要去看的，还是想要小介互朋友的，嘛拢非常欢迎伫咧YouTube， 咱拍即个台文博览会，就会使看到咱的影片啊。好，安尼咱现场咱来看甲时间留互大家，看大家有啥物问题，拢会使直接对宪君兄做提问。时间佫介济，咱尽量讲吼，机会难得。拄则，其实我拄则听伊迄个影片，我家己本身嘛看过啦。啊，拄则安尼听宪君兄安尼讲家己的创作理念一摆，其实我甲侪人共款，敢做毋甘的，敢做毋甘的，看到论坛还是有一寡人有回应吼，感觉做毋甘的。好，遮有一个问题吼，请问敢有兴趣甲台语文学作品，像历史小说画做册？这可能要问宪君。有，因为像我迄个啥，像陈瑞老师写的故事啊，还是陈明仁老师写的故事啊，我刚看过几个前辈的迄个小说还是故事哦，因拢做够写。啊，你看的时阵。就算你袂晓画图，人我相信你头壳内底嘛有画面啦。吼，咱咧听广播剧，也是咧看册，拢是安尼嘛。你头壳内底有家己画面。啊，若有机会，我当然足想要甲这物件画出来。啊，包括我家己头壳内底，佮有家己想的故事，迄讲足想要画。啊，毋过就像头讲的，大家即马就是甲为着生活，敢若会当先
甲大部分时间摕去做一支护士吼，做人的时间较少，甲下摆瞬间就当做人，啊，就会产生讲倾袂出来迄个有够遐的时间。啊，无即个物件，我当然是足毋茫。啊，毋过即个牵涉着一个问题，像我头咧讲迄个杜信良遐伊迄个阿峰迄个故事，阿芬歹势，阿芬毋是阿峰，阿芬应该是阿芬对。伊个故事我足爱的，啊，我即马拢规个故事拢看了，啊，甲整理做分镜，就是画迄一个一个安尼，我拢画好啊。所以我做想要画迄个故事，毋过咧当着出资源的人是啥？啊，出资源的人伊就会要求你爱照伊的规定，嘿。啊，毋过我家己是伫软体迄边、技术迄边，我是对 open source 遐蒙过来，就是我使用 open source 的物件啦，吼，毋是讲我开我袂晓，所以我的观念一直拢是我想要甲即个物件，就是我头讲我的个性，我应该咧讲，我是一个尽量无想要挖靠大组织做代志的人。我一直相信咱小组织、小团体就会当做侪代志。所以若总讲有人家己写故事，写伊愿意，甲迄个故事，互我去画，画了咱甲即个物件出版嘛好啊，啥物货？啊，毋过我希望迄个自由性，包括原作者的自由性，甲我即个画图的人的自由性，愈爱较悬的，就是莫去互出版社，也是去互中华民国教育部绑掉咧。啊，若安尼出来物件较有迄个拼的价值啦，因为你就是较会当去利用即个过程，你大家出力出精神，甲文学作品画做红仔册，画做转做无共的形式。啊，毋过咱迄个内容拢是用咱家己相信的过去在来就有的台语的，毋管是汉字还是白话字的系统去创作即个物件，我感觉安尼才有意思。啊，无你若讲创一部过来。如果要写迄套尾仔较出来咧乱的，就蒋伟文教授迄讲伊进前讲的，我嘛看，啊，就来乱的系统，你搁要去，你开遐济精神，结果你的物件是咧出迄种系统的文学作品，我就感觉较无意思。那像讲我即世人，我已经无想要搁，我就讲我今仔日我的工课若是翻译中文的册，我会做更好的。我感觉我拢甲国外的物件翻做中文，毋是翻做台语，我会感觉我即世人做这代志，我会找无我人生的意义啊。像安尼，所以我本身当然做意愿要做遐代志。啊，第一是时间，啊，第二较是人甲组织中间的迄种协调的迄种物件。大概是安尼。非常多谢宪君兄吼。好，咱看现场，佮敢有问题，拢会使提问吼。安尼，迄个拄则宪君兄有甲咱分享到讲，你的一寡目前的创作啊，像讲大家要伫倒会使找到遮你目前的创作，还是讲你演过遮的创作，敢有机会再小解互大家？咱过去会使倒会使找到。过去我迄个 blog 个伫诶，迄叫做我家己身躯无去嘛袂记啊，迄个就是我有一个红仔图的迄个 blog， 迄个伫诶，迄个伫诶，我等下哈，我分享画面互大家看，即个啦，大家敢有看到？啊，毋过上尾啊一张图，正伫红仔图是2当前的啊，即个。我进前的图拢伫遮，大家会当搁倒来遮顺一下啊。搁较头前迄几档吼，2012、13年进前迄阵的图，你若有去看过，人会知影我迄阵的观念足老的，我有一寡有诶无诶物件，啊，迄我无按算要摕掉，因为迄就是吼，大家知影讲我毋是一个啥物外交的人，我过去嘛是做过足侪互落目这代志，所以迄个图伫遮拢有哪拢找得到。啊，即个过程嘛会当去看到讲我头甲大家小可讲过，就是我安怎对用中文做用中文画独派的政治红仔图，画到尾啊发觉到安尼毋对，好豆去转，开差不多1-2档时间，转做全部拢用白话字去写安尼，拢伫遮拢看会到，就是你直接拍 THK 红仔图，应该是找会到啦，应该找会到。即个是安尼，啊，毋过我家己较有想要做诶代志，应该嘛是会倒转来。我即1-2档较认真想要恢复正常诶是 YouTube，
我想要甲我一寡物件画画，还是创的，甲用做影片放伫网络顶悬安尼。所以 YouTube 迄个网络台，我会较想要甲我的新的物件作品放伫迄边。嘿，若图政治红仔图，迄种正前两三档画较无趣味啊，因为应该讲的我知影的，我想要讲的拢讲了。留个留尔，就是迄物件拢共款，拢无啥物新的物件，所以我就尾我就规气无爱画啊。我敢若想要画一寡故事，故事包括头拄大家有看到迄种连环巷仔图，迄我嘛做想要画。毋过画了，若真正有法度画出来，要安怎？是毋是要实体出版啊？还是要安怎放伫网络，互大家用啥物形式去看？迄个时间还个来烦恼，爱先有时间画出来。像你 YouTube 的频道啊，你拄则分享迄个影片，大家要安怎会使找到吼？好，你若 YouTube 等下哦，我直接伫这个改好啊。我应该是会当去找。你若去 YouTube， 你会当用两个 keyword 去找啦，一个是 THK。一个是 POJ 的白话字，应该就找得到。等下我开互大家看。你就是你去 YouTube， 你只要拍 THK 电影馆吼，我的名宿舍啊，甲 POJ 白话字，你会当找到这影片。啊，这足侪拢是进前上早，我要甲我迄个朋友教迄个白话字基础这个物件。啊，尾啊，你若点入去，你就会当找到我迄个网络台，就会当找到网络台。啊，内底就我一寡影片，包括上新的就是。今年顶半年迄个罗斯的故事的影片，来当找得到。啊，这我是因为我个人是，就头有讲过，我的背景是工程的背景，啊一寡迄个自然科学的啊工程机械的物理的物件，我拢有一寡经验啊，家己嘛有囡仔，所以想办法要甲因解说。所以我嘛一直咧想有一件代志是最重要的代志，就是。咱的囡仔，若要互因会当继续用台湾话大汉学知识，咱就爱有法度去出迄种物件来互囡仔看，来互囡仔读。啊，即种物件我嘛感觉你毋免挑工用较准猫的。我要讲的是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看，讲像国外有一个著名的 Khan Academy， 伊是英语的啦。伊迄个人上早听讲嘛是要录数学的。教学的影片，甲因孙啊，啥物人，互伊看，啊，尾仔较达到用迄个物件出来。啊，我嘛足鼓励咱有逐种无共方面知识的人，你去第一，你爱尽量去。我头讲，家己洗脑，你一定爱尽量过，莫用中文过生活，尽量。吼，你若伫工作场所啥话，迄高不离种，迄无法度，爱参同事开会啥会，爱甲顶悬的人报告，迄高不离种，迄毋免讲。你家己会当掌握的生活的部分，你应该就莫去读中文。啊，莫读中文，咱即马现主是咱大部分咱即边的人，我咧相信咱应该除了中文莫算，咱可能日语、英语普拢会晓。所以若像我个人，我是用英语做我的对即个世界连接的语言。啊，阮的囡仔我嘛是细汉就互伊尽量看英语的物件。迄囡仔咧学足紧的啦，因就是安尼，互伊莫绑伫中文。即个语言顶悬啊，安尼我要讲是，我一直想要做的，就是咱应该爱有迄种用台湾话讲无共知识的影片，还是册，会当互咱未来咱的囡仔去看。迄个未来有当时无做远，像阮家己囡仔教我做一寡朋友囡仔，伊嘛是拢咧讲，我就敢中文的教材会当用啊。我就无台语的教材当用，啊，较莫讲，我即摆要讲一重点，头拄袂去讲到到去。咱若有才调，甲咱的知识用台湾话讲出来，咱一定爱调咱家己的台湾话。上初步，我知影讲一开始咱足侪人台湾话已经算无标准啊，咱能力足歹。你暂时敢若会当照中文甲讲做台语音，我讲迄叫做。台语音的中文啊，一开始可能敢若会当做到一步，毋过你要尽量去读英语啊的人，
那上古早想讲迄个，我后壁一套，迄个教会部百几年前的台语，参咱即摆有前差啦。所以你初学者可能打跳入去看无，我迄阵嘛是安尼，我啥无，我即摆即几年较看有。你若听到打入来，你会当去看像我头讲的单位老师的写故事，单明老师写故事，因种做老师啊，内底台语嘛是上无是咱迄个咱的老爸阿公迄个时代种台湾话，所以你内底会当开始培养你的台湾话迄个语感。这物件参咱学逐种语言拢共款啦，咱即摆是要捡咱的语言来，所以这个过程你去强化家己台湾话的能力，互你讲的台湾话愈来愈成本地就应该爱安尼讲的台湾话，莫去互中文拖去，互中文拖去是互不中的啦，毋是你莫讲啊，我就无法度，你嘛是爱想办法，无你就用现状去做定义就好啊，你也免逐个拢免拍拼啊。我就全部拢用教育部迄套啊！我全部拢用中文式的思考方式去讲台语就好啊！我就啥物代志拢免做，我就安尼就好。我甲所有物件，然后像咧中文的繁体、简体转换呢，我就甲中文所有的汉字用台语读出来，安尼就好啊！哎呀，我感觉安尼就无啥物意思，安尼规气莫做啊！哎呀，安尼要创啊！所以，我家己嘛是即几当讲，你家己爱去想办法进修去读英国啊的人写的物件，还是听人英国人讲的话，安尼你较有法培养你家己的台语能力去教你家己的知识，可能是自然科啦，可能是历史人文的物件，可能是啥物音乐啦、工程啦，种生活上的知识，你较有法度甲用台湾话讲出来。啊，你有法度用台湾话讲出来，你就会当甲囥去你网络顶悬，你会当互大家看到。啊，可能会大人看，哇，这个影片咧介绍啥物物件，会当互我囡仔看。安尼咱就加制造一个机会，互咱的。迄个咱的新的台湾人，迄是正讲新台湾人啊！吼，咱新拄出世的台湾人，细汉囡仔，伊就会当用即种咱本地话语去捌即个世界。我感觉这是我上想要做的。啊，当画红仔图这其中一项啦。啊，毋过足奇怪的是，我想要画红仔图，像老师我本地嘛是开始要画一个互囡仔看的故事，要画到尾嘛是互大人看。即我家己的问题，就是我画变成嘛是互大人看的故事安尼，较毋是互囡仔看的故事。好，多谢hen哥兄吼，其实真正无简单哦，真正要做一个台湾人，真正是无简单。啊，咱遮佫有一个问题是问讲，THK 敢有想要组织画图的社团，专门顾白话字来创作的？创作哦，我先讲，即摆若要找着我伫 Twitter 顶悬。我伫推特顶悬，啊，毋过推特我有哪一两礼拜去你一道啦，吼，啊，毋过会当留话互我。你讲组织即个物件，我是较无了解。问的朋友的意思是讲，我知迄阵搁伫面册嘛，捌有面册朋友迄阵捌用一个社团，啊，逐个就是一礼拜几工的时间去你，逐个咧画图互相交流。毋过即个物件，第一我是袂使要做一个人。我是袂使要换做一个人，所以我拢家己做较济。啊，毋过我是迄种，咱若会当合作啥物代志，我会足愿意做伙做。啊，毋过无一定爱绑一个啥物组织，因为迄我嘛较毋捌。所以讲，你若讲白话字创作，我相信是，上开是逐个相放伴，是讲逐个斗听吼。像讲咱逐个若知影，讲你咧画物件，我甲你斗杀，还是我咧画物件，你帮我斗分享。啊，是讲咱会当偷去捡，我咧可能是安尼，咱去招有差不多想法的人，大家拢是爱画图的，大家拢是爱画故事的。啊，可能内底画人白话字较袂晓，是安怎？安尼确实是有一个足强的需求，是讲咱着爱靠一群人做伙，可能像恁开讲是安尼，固定什物时间会当线顶，也是讲顶阵是实体，大家来开讲啥货拢会使。啊，嘛会当讲，慢慢去加创一个什物社团，可能就是后摆若开讲社者，若有机会要办安尼活动，咱大家来参加，我感觉嘛是会使。嘿，就是开讲社嘛会当有即种活动，还是安怎我嘛毋知影。当然爱看恁好做代志啦。所以若大家有要安尼交流，我是足欢喜，因为我平常时啊，敢若伫阮兜，甲本地就是讲台语的家庭的大人，会当安尼讲话，了我就是伫公司。就无法度啊！公司我就
如我讲的是去遐做一支好老师啊，也无度表现家己真正伫想的物件。所以若会当伫网络顶悬熟悉，搁较侪朋友、较侪台湾人想要做代志的，这是介好啦，这是介好。啊，毋过我目前我家己的时间真正足晏，所以我会当参与，毋过我无法度发起。我要讲的是安尼，嘿。所以你若有人发起要招我入去，我是做意愿的，对。好，非常多谢显坤兄。安尼咱开讲写者会使来规划一下哦，会使来想看看，看有啥物计划会使做伙来合作的。我想说，佮讲一个物件吼。我过去因为大家捌我拢是因为画图这件代志捌我。毋过坦白讲，你要叫我教人画图，大人会使，大人较好，大人伫这方面编导好，甲是因为大人较机械化、较社会化，所以有一寡物件你已经无度用感觉啊，你也是爱用技术性的物件去讲。啊，这种物件我嘛毋敢讲我感觉，因为我毋是啥物学这种艺术的物件出来的人，我是家己有兴趣摸出来的。毋过若要交流会当，像讲啊，是安那我啥物物件安那画就画袂成，爱安那画较会成，还是讲爱用啥物角度去表达这个物件？这我有一寡个人的经验，会当参大家分享。嘿，啊，若种要教囡仔画图，迄阵嘛捌有活动，就是要教囡仔画图，我就发觉着无法度。因为囡仔，我迄阵拢滚生是讲一句，我讲你若真正经看过细汉囡仔画图吼的人哦，你会知影讲，你毋好教囡仔画图，你甲缩起来。嘿，我看阮厝内囡仔甲别囡仔咧画图是无限制，所以囡仔毋免教因画图，互因画就对啦。啊，即嘛像先讲，考倒来咱的主题较迄个吼，我头咧讲，互咱的囡仔自细汉有机会听台湾话学知识，有啥物像种概念？你莫等甲伊大汉较调治要教伊台湾话，安尼会足奇怪。就是你互伊细汉就是伫即个环境，伊就是听即种话大汉，伊像即种话咧思考。参与画图有啥像你安尼，你毋免调感觉教，你足自然用即种物件参与讲，安尼起来就是稳的物件。啊，感觉有啥物要讨论？好，咱现场若佫有任何问题，拢会使发问吼。尽量讲。我只有一个想要请教，就是讲那像讲这讲细汉自细汉讲台湾话的囡仔，就是像伊若开始咧读册了后啊，敢会有一寡需要克服的一寡困难，还是因为嘿？我即摆要讲的经验是，毋是我个人的经验，因为阮兜的情形甲人较无共我等下说明。毋过我即个朋友拢有同款的问题，就是讲，你去到学校，迄个环境足够去用洗掉去的。所以，若徛伫即种条件来讲，你大人伫厝里，佫较应该本地自细汉就爱干那参与讲台语就好。你就莫参与讲中文，阮兜细汉的正5岁外，伊中文佫袂晓讲啊。因为我无咧阮无咧参与讲中文，伊干那几个上简单的迄电哥哥遐学来的。安尼你较有法度参教育体制，要说迄个强度对抗，这是一个。像我即下的去哩，迄阵嘛是拢安尼啊。我一直读到高中，阮同学大部分拢个大家私底下讲话拢是讲台湾话，一直到大学研究所豆即个物件较无去。我要讲是因为阮即个人自细汉厝里就是讲台湾话，所以就算伫安尼拖到高中啊、少年家啊，即个话嘛是佫调的。安尼较有机会去对抗迄个物件，啊，佫再来是爱较接触，即大人会较忝的是囡仔伫课程以外的活动，咱着爱去找一寡本地伫网络顶悬着有一寡团体，也是咱熟悉朋友，逐个本地着拢讲台湾话的家庭，去做伙参加啥物活动，安尼较会当增加即个囡仔对即个语言使用的多元性，无伊永远拢敢若伫厝里讲，这其实嘛无介健康。我要讲的是，你即个话吼，就是敢若活一半。出即个家庭的情景，你就无法度使用即个话了。咱即马当着困难，你无法度讲迄个
讲经济、讲文学，还是要讲什么科技的物件，你就感觉我讲袂出来，我毋因为我细汉毋捌安尼用即个话想过即个物件。大概是安尼，我若想去唠到一个物件，无讲哦，因为阮兜的囡仔是自学，嘿，阮迄阵申请自学，所以阮大汉的伊国小6档，拢毋免去校，伊即摆要升5年啊。啊，阮就是家己自学找一寡团体，也是课程家己教。啊，我要讲的是，咱即个时代有一个好处啦。啊，当然这是可能我个人的生活条件有法度互我安尼做，毋是逐个家庭拢会当安尼做。第一，你厝里上无爱有一个大人，就是无食头路陪囡仔伫厝里，也是带囡仔去参加活动。阮某就是安尼，就是做认真去找山顶一寡活动，像迄高雄茶山，用什物？迄就是用台语咧讲解茶山诶什物环境，伊就带阮囝去参加呢，去听，也是像迄个，就是这是一个啊，来就是爱咱大人爱习惯伫网络顶悬找物件来学习，啊，所以阮囝做一个学习诶物件，就是对网络来，包括 YouTube 就是伊诶一个教授，伊就去找，啊，即个物件嘛，牵涉着头拄讲诶，你就算去 YouTube 找，你共款你会当着。你找袂着台语的，啊，咩咯？找中文，啊，你毋是共款，你嘛是找中文的物件。所以，佫有一项就是我咧讲的，阮兜是靠英语来补一地。所以，阮大汉的自细汉迄阵，伊2-3岁想要看一寡漫画什物货，我迄阵 YouTube 我就是条地拢找英语的，互伊看。看到伊4岁外，伊家己咧佚佗，算咧Lego什物货，伊咧学因内底迄影片用英语去讲迄简单的话。啊，讲到5-6岁，阮某还佫去找教材来小甲经一下。伊即马已经即几档已经做习惯，家己去 YouTube 找影片，伊敢若找英语，伊无爱看中文的。伊就听英语听到足惯势的，所以一寡历史，什物美国，伊嘛知美国黑人的历史的代志，迄嘛是伊看会走来甲我讲，我知原来美国的。迄个黑人的社会运动内底有即个角色，有即个人，伊捌当过什物代志？迄伊倒边倒来甲我教的。啊，我讲一个，因为安尼讲，大家嘛无啥知影啦吼。伊的英文程度比我迄阵高中佫较好，伊即马10岁，嘿，因为就是安尼听出来，所以伊就是足自然的，伊的发音啥话拢足自然的。我毋敢凊彩甲教发音，因为咱的发音就是有怪怪。啊，伊即马像我嘛有一寡体制内的物件。因为国中以后可能无一定我都自学啦，所以我嘛有会帮伊接一寡体制内的教材。啊，体制内教材中文莫讲啊，中文对来讲是上困难的一科。英文伊即马咧写英文的教材，是我去册局买国中2年的英文教材，互伊咧写，伊就迄内底就看我。嘿，所以我要讲的是，咱的条件若会使的家庭，你就是会使，就算你囡仔爱去学校。那怎么伊即马叫做细汉的，尽量莫互伊读中文的物件。你若甲中文的物件对你生活绑掉，你就会想办法去补迄空。嘿，啊无咱永远拢会像我头拄咧讲，我迄阵咧画图，佮注中文，注到我感觉安尼毋对啊。逐个嘛是去挖考中文啊，剩的拢是干那摕来做装潢的尔。所以也是甲迄条断互掉，你就家己想办法去补起来。安尼你较有一开始是痛苦的啦，毋过安尼做较紧。较在，无你永远拢绑伫中文，你永远拢走袂出来。我经验是安尼，所以你是要想办法，伫你会当掌握的时阵，参囡仔做伙的时阵，互囡仔会当有一个武器。迄个武器就是我毋免摕中文来做我的主要的语言。啊，台语生活上，啊，知识性的物件、专业性的物件，就看有日语还是英语，另外一个外语。尽量互囡仔会当培养这个能力，安尼较早培养这个能力，互伊会当第一个世界较宽啦。啊，第二这对后摆做路用的，就是伊就免我考中文，伊会当搁去做较侪代志，较侪可能性安尼。好啊，多谢很君兄吼。安尼咱即马才有一个问题是讲，请问一般人啊，要安怎有机会会当为中国语换到学台文啊，顾台文来生活，尤其是较有台湾意识的人啊，伊煞无一定讲有即个基本的意识啊。有对，
有台湾意识无即个语文的意识哦。我咧有这感觉是像我头拄咧讲，我本来当前出迄本伫迄条建国的路迄本册时阵，迄种概念就是，我知我自认为我家己做独派的，我建国派的，我感觉中华民国政府的不义什么我拢讲会出来，我拢讲几套的。毋过我伫网络顶管啥话，咧拍字，咧写文章，咧创作，我完全袂去想着要用台湾话。嘿，即坎有较困难，因为即坎，而且是心理观念的问题，就是你有感觉台湾话爱用台湾话来做你的生活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语言的重要性。那总讲，迄个个人无法度体会即点，迄个起头就无法度开始。啊，即个物件我较毋知影要安怎去讲。毋过若总讲即个人有迄个意识啊，就像我讲的另外一个，我咧看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已经有即个意识要去甲我的台语的能力培养转来。我可能细汉厝里有咧讲，啊，毋过无人参我讲，所以我听有，毋过我讲起来就是哩哩啦啦。这就是有一点仔，即个物件嘛无撇步啦，就是坚持。我更毋是上坚持迄个人。足侪人拢会感觉讲，我朋友讲，哦，你台语做好做，讲我嘛毋是台语偌好，我就是尽量用啊，尽量讲啊，啊讲句你就会熟，啊你就会，你个爱毋是干那省尔，你个爱去一直检查家己的台语，参本地真正台语的有差异。足侪话我应该会安尼讲，即马我已经改过来要安尼讲，因为我迄阵迄是中文的迄种理路啊。一般人若台语无够好的人，你敢若会当甲即个语言，有啥像你开始要学英语，开始要学日语共款，你嘛是爱去找影片，找啥物来看。啊，像咱今仔日即个活动，开讲时伊嘛出侪影片吼，像虾米啊、阿勇啊、阿华仔因出侪影片，拢用台湾话咧讲，你着逐工你着去尽量找、尽量听，啊，想办法去，就是说你家己的大脑啦，一定是安尼啦，你就是爱去听啊。找朋友，找迄种愿意参你讲的朋友，还是愿意听你讲的朋友。你莫去找迄种一开喙就甲你笑的迄种的，叫伊食屎就好啦。你莫参。所以，我足侪当时嘛安尼，我嘛像啊，你讲的台语较会，咱阿多啊，就是讲即种足毋好的话啦。啊，毋过你就是去找，你一定应该找着，无就是社团应该嘛有。你去找迄种会当参你讲的，啊去练习讲，啊，搁来是。听啊、讲啊、读甲写四种能力，这拢会当互相培养的。讲可能是较无机会，啊，毋过伫网络顶管你要读机会足侪啊，你嘛是会当去找足侪文章来读啊。上早我甲大家讲哦，你一开始看有的一定是中文式的台文，中文式的，就是你伊迄，尤其汉语写汉语的，尤其初学者写，我拢主张讲，初学者爱写全语，因为初学者写汉语，你会晓中文拖伊。你搁去做足侪足有名的人吼，因的文章，你了能当伫内底看到中文的影伫内底，足歹走的闪袂过。所以你就是去，我要讲是你会当去做足侪文章来看。啊，遐物件，你若读起一开始感觉，这物件我拢看有哦，我来甲你讲，你搁有足侪进步的空间，就是尾啊，你就是去去找英国啊。文献就是搁较可能10当前，还是迄阵教会无迄个时代遐个，像蔡培慧怎因写迄种迄足古早的台湾话，你若我都看甲迄坎，我感觉你的台文读的能力应该拢无啥物问题啊，也就是一步一步。啊，毋过迄咱即个环境，阁有足侪台湾话的物件会当互你去看、去摸啊，所以我是感觉搁较安那拢比你其他学日语、英语的环境，事实上阁一定阁较好个啊。敢若是足侪人足奇怪，就是直接放弃讲，因为大部分人袂习惯自学，你知无？伊就是爱有人甲教，爱一个固定课程，安尼伊较会学。啊，毋过即种学拢毋是足实际，因为这毋是你伫生活上去暴露出来，你一定爱伫生活上家己去学，去摸啊，2个月、3个月、半当、1当，迄效果就一定会出来。啊，像我讲，你要较接甲家己洗脑，你若伫出去外口看到汉字，全部想办法去用台语想思考即个物件，系啊。安尼增加家己的台语能力啦。好，啊，敢阁有啥物讲了无清楚诶？
非常多谢吼，咱看现场佮敢有啥物问题？好啊，咱今仔非常感谢大家啦。咱这系列的讲座是台语文学系列讲座。啊，咱主办是台文博览会，打到台语开讲社，佮有高雄文学馆。啊，咱是伫咧2021年，咱一个月一场。啊，咱这个月是请到咱宪君兄，陈宪君啊，来甲咱分享伊就是咧用台语画红仔图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啦。安尼咱看现场若无问题，那我遮个最后个问一个问题，就是讲，拄则宪君兄有讲到吼，就是你厝内囡仔基本上这是自学的嘛，啊，像讲伊这自学的过程，啊，敢有到一定的年岁，伊就可能有需要开始找一寡朋友啊，一寡囡仔伴，啊，伫咧即个部分是要安怎去解决啦？迄个，阮上早阮大汉的迄个伊。2、3岁迄阵吼，迄阵阮阁无想着伊自学即件代志，啊嘛无想着爱找台语伴即件代志。迄阵阮找的共学团体就是一般的共学团体，就是伊毋是超工要讲台湾话，无即件代志。伊迄个元素内底无即件代志，就是一般的教育团体啦。啊，所以你会当去找着共学的团体。啊，毋过阮咧看即几档有较侪共学团体，伊的诉求，伊的主要就是台湾话、台语家庭即个物件。所以我相信。伫面册伫倒位应该拢找着即种团体，这是一个就是较接带囡仔去参加即种团体活动。啊，来是，所以阮呢应该当讲，阮大汉的伊自细汉就一阵共学团迄个时代熟悉囡仔，啊，伊就对应到即马因的课程有诶，搁做伙咧上，做伙去找老师来教啥物物件，搁有。啊，即个过程，阮大汉的中文嘛是参与朋友学诶。我毋捌参与，我毋捌教过中文。伊中文就是参遐囡仔伴讲话，伊自然就会晓。嘿，我即马咧甲调的是因为伊总有一天爱参即个体制有交流，所以像中文的汉字，这就是爱逼伊去练去写，这另外一件代志。所以囡仔伴即件代志对伊来讲无遐困难。我想说讲一个观念吼，做侪人讲啊，你无去学校，你就无囡仔伴。啊，你就毋知团体生活啊，吼，敢是安尼？团体生活是毋是必要？这咱另外还佫讲吼，这毋是今仔主题。囡仔伴吼，我个人的经验，咱过去伫学校内底一班，尤其我迄样的，我一个班50几个囡仔，即马无啊，即马可能20、30个啊。啊，即个囡仔内底真正参与讲有话，我讲无几个。嘿，你伫即个过程，你伫学校，尤其你伫学校拢坐伫遐上课50分钟听。讲台迄个人讲，哦，啊，下课10分钟参囡仔伴算的，啊，过来，所以你规工来，你真正参你的朋友囡仔伴有啥物互动的，坦白讲也无济啊，也无济，这是一项，所以大家毋免过度去烦恼讲无囡仔伴会有造成啥物影响，你应该是较接带你的囡仔伫这个社会过程。我啥物意思呢？阮囝我头讲，阮某足认真、足用心去找一寡。拜六礼拜的外口行读的活动，吼，像伊进前就带伊去高雄2、3届，人去茶山啦，什物台湾的什物所在的行搭迄种参观的活动，啊有人介绍，伊就带阮迄个去，啊阮迄去迄阵6、7岁囡仔，剩的拢是40、50岁起跳的阿伯阿姆阿叔，伊去安尼听人大人咧讲话，伊嘛有机会参大人讲着话。这种人际关系是较正常的。我讲的是，人际关系毋是干那共缘的人，应该是只要是外口的人拢有算。所以，就算你的囡仔自学，伊无几个啊，伊的囡仔伴可能就干那厝边隔壁，也是共学团体内底迄4、5个，嘛无要紧，因为伊有足侪机会参真正社会上无共年岁、无共背景的人，去咧讲话，还是去咧交流。还是去咧买物件，去咧安怎？这安尼就好啊。我感觉嘛无一定讲爱去，一定爱伫体制内参遐侪囡仔坐伫一间教室啊听一个大人踮遐上课。迄我感觉参人际关系的培养嘛无直接的关系啦，嘿啊！你就是参人做伙踮遐坐讲，讲啊咱共期咱拢是即间关出来吼，啊摕着证标证书，咱直接关6档安尼。所以若种有才调，家己要自学，我感觉囡仔伴。台湾话囡仔伴第一应该找会到，我看到了。尤其你若伫北部的团体出世，
嘿，高雄遐啥物货嘛拢有，所以这找应该拢找会到。若伫台南的环境来找，阮嘛有一寡差不多囡仔，就是伫幼稚园顶下会即个，像阮第二个伊即马就是拄啊幼稚园的年会，煞咧嘛是爱帮伊找一寡台语伴、囡仔伴安尼，大家做伙会当交朋友啦，做伙佚佗安尼就好啊。囡仔人毋免想伤济啊，会晓佚佗较重要啊。册本地读就会了，大概是安尼啊。好，咱今仔日非常感谢宪君兄精彩的分享吼。咱嘛伫遮奉上就是，咱若有任何台文的出版计划啊，想要甲宪君兄合作的，咱嘛拢非常欢迎啦。一寡台文的出版计划安尼咱今仔日的活动就先到遮。咱今仔日非常感谢宪君兄，多谢，嘛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再会。